一列下呀，六字不同一边列天香，相话不同一边离有有呀，六三各自无疆，相话各自无疆是上下呀，六字不同一互相，相话不同一互出现在呀，两毛万户一种人听，无不离相话一种人听，相无有呀，上九实者不是，君子必无，小人不如。相话君子必无，灵所在呀，小人不如，相不可用呀。对哈，哈将出之无事，变来无救，欢学记得，出之来学，只有有昂，传话学乡，讲欢，讲理一分享，是以出之无事。原来无救，欢学记得，出之来学，天行呀，理有有昂，讲中呀，学之前天地是先好，相话累在地中学，先昂以之日以观，相路不行，可不先行。徒求不完学，无智慧关键，相话不完是学，以求真呀，容易修学见，相话修学之见，以下人呀，六三变学令无救，相话变学是咧，义无救呀，历史中行独学，相话中行独学，以将得呀，两我顿学无会，相话顿学无会，将以自测呀，上了未学相有在先。用经书将有代代，以至国君相，只有10年不缺经。相话未学之乡，还君得呀。讲诗词碑前道公，坤道公，请坐下。好。回。
咱敬爱的前人负责人以及各位点燃师咱各位助理、各位领职各位团主、各位前员大德大家有安。老师午安。咱今仔日呢做难得会当讲一档世界的青少教育班所以呢咱王经理呢带领了咱这团小破水咧学习道德经啦所以大家不足我嘛是不足所以中华义今仔日互我的要向各位来学习道德经的第35讲叫做大长章所以咱有这好姻缘呢，拢就是接着咱评委师长甲总税方主咱师尊师本两位老大人的台本大德，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团师的地团，使咱有这好姻缘来研究道德经啦道德经呢依全部经过81章，81章我讲2字尔字道，字对，就讲道理啦。所以你会感觉伫个这到这到下晡嘛是讲道，道是啥物物件？无名无形无相，你望袂着、看袂着、听袂着，所以做歹去迁述的就对啦。毋过歹迁述嘛爱迁述，歹讲嘛是爱讲。为什么？因为呢，国不大不响人不款不贤所以咱这看会着足简单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大体啥，这看会着拢做好研究的，毋免偌久人去讨啊，就我8个较厉害互我迄感觉看迄手机佫举一支手机这条路有安尼，拢看挂一个组尔咧，喊一个手机就走出来，你敢知影？足厉害所以这就科技啦。咱这无形无相的自古以来，自6150当的时阵，服于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取之声，远取之物，始作八卦。所以你看伫1000几当迄阵，服于圣人，伊就是啥？在研究世在解说什么叫道迄阵是叫做道，无迄阵叫做啥？叫做易，易经的易。所以服于圣人讲的易，参咱讲的道是共款的。各位先生，并无共款尔，其实伊就是咧讲这他会有这个道，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啥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所以嘛是仰观天文，看天地万物的变化，非常的奥妙啦所以吾不知其名，强名曰道，我毋知伊啥物名。所以我号一个叫做道啦，所以道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道就是易，易就是道，所以咱别人易就是易经啦，道就是道体啦，其实伊是共款的就对啦好，咱今仔日就是要讲这段足短啦，所以迄落啥，短短尔有听互我慢慢来阐述啦佫有请咱做伙念一下啦咱念国语的啦。因为互我国语拢讲啥物国语，你敢知？叫做台湾国语早我咧带少年的会讲永丰大哥你讲的台湾国语很标准啦我做阿妹，你敢知影？伊也无讲迄个你国语讲的标准，讲台湾国语啦所以咱念国语我要紧啦来，各位请咱做伙念啦来。十大将，天下王。王而不害，安平泰，乐于耳。过客时，道之出口，但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所以你看，伊咧讲这篇，伊嘛是讲道啦。所以伊来讲看袂着听袂着讲袂着毋过咧，作用出来咧，叫做真空是妙用，妙不可言的对啦好，袂讲真情咧，我看来讲一个故事，我袂晓讲道理啦，怎来讲故事的啦这个大象是安尼叫大象章你若讲
唱啦吼，咱阿弥陀佛，各位亲戚，咱知影吼，体彩阿弥陀佛，伊左右旁倒手边迄位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手边的叫大势至菩萨，咱咧，人世间的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左右相，倒手边就是啥文殊菩萨，正手边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伊就听一只唱啦，各位亲戚，咱有印象无？所以是啊，普贤菩萨伊要听一只唱，唱代表着悲愿无穷，悲愿无穷尽。所以大象也是代表着这种意涵。互我发觉讲，释迦牟尼佛来到人世间，伊有来听一只唱来咧，而且个白色的咧。这只唱无简单，这只唱是啥物唱？鸡爷。各位亲戚，咱咧唱是两鸡爷尔，伊即只唱6鸡爷。所以各位亲戚，咱人相信你会当去五圣宫遐，遐着五圣有无？你啊看伊画图，唱真正是6鸡爷咧。伊老师讲的唱咧，伊就代表道啦。所以圣人，就是拢照着啥？伊无用无常啊，所以照着啥？书啦、本啦，各方面来啥？比如道。所以第35章。老子伊嘛是用安尼个方法来比喻道就对啦，各位先生，道是啥？我这故事来参与大家分享啦，有一天呢，一个叫做何浩若博士，伊来咱台湾遮这个专题演讲，专题演讲的时阵伊就开始讲伊的实例就对啦，讲有一届英年伊去会着爱因斯坦啦。所以就参与爱因斯坦就伫遐座谈嘛、聊天嘛所以未讲之前爱因斯坦就攀一杯啥咖啡啦，请何耀洛博士伫遐坐，咖啡就来攀伊头前，安尼就对了，两个就开始谈起来了，这何耀洛博士就问爱因斯坦讲，你各方面做厉害，我来请教，咱世界当中啦，天上地下。有即个上帝存在无啦？现在在讲问上帝，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嘛，基督教的上界观就是上帝啊。咱遮咧，你有可能问讲，咱有老母无啦？咱有道无啦？都这样问嘛，爱因斯坦伊就拢无回答，嘛是地下旁迄个阿比亚坑的，就去看一下，看一来伊时阵就参与坐。我这就开始讲啦，就讲何博士，你知影这个问题真好，我未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4个问题，安尼啦，伊讲这4个问题足简单，咱大家拢会当着，各位亲戚你嘛会当着啦，你想看觅，第一，你讲迄放这细只，各位亲戚放是这细只，是咱放有偌研究1秒钟海300个，各位亲戚你敢知迄放现在1秒钟300个啦，各位亲戚，你1秒钟才海300个，看卖啦。所以伊迄放特色是安尼啦，所以各位亲戚你来看，咱后当去咱困，一只放啦，你敢困会去？一只放就无掠到真正无法度困啊，下暗就搁失眠啊，敢是安尼？所以迄放很足讨人厌就对啦。足讨厌啦！咱人较爱啥物物件？公鸡。敢是安尼？是咱人较爱公鸡，较毋爱放迄公鸡就是你困饱要找物件找伊就咕咕咕，嘛是安尼。一工过一届尔，大家拢爱公鸡。放咧，不时不着就拄够讨厌咧。虽然你亲口想要拍落来了对啦，就太讨厌了你。所以爱因斯坦讲，以前伊的叶有法度1秒钟海300个，送创造的啦。何博士说别样赢咧，爱讲第2问题，伊讲蝙蝠啦，蝙蝠会晓时就看袂到啦，敢是安尼？毋过以前飞拢袂去碰着壁，各位亲戚，你有去想到这个问题无？迄蝙蝠夜蛾伊也是看袂到的不过你看伊空间飞伊就是较细。安怎说就袂去碰着，迄做厉害，因为伊会发生一种声响，调出来了，伊就开始测试距离，啥物所在会回应着这
知影晓左边，伊袂去弄落啦，安尼有影无？所以你看，讲也无是啥个创造这道理啦。搁一种，阮读到叫做红卡，我毋知你叫做啥啦，鸽子啦，国语叫做鸽子啦，我这个名叫红卡啦，因为伊较红，所以人叫红卡啦。讲红卡是安怎伊天生有一个雷达，各位先生，咱红卡咱知影温鸟，你看人来放红卡比赛，是毋是拢掠去北部，掠去愈远愈好？这款放伊呢，足奇怪咧，因为我较早还未请到之前我咱捌饲过红卡，无咱捌操比赛，毋捌定定啦，我这个无骗命面的对我无缘啦。我摕去第八棒咧，我袂等下到厝边才红卡到啊。比我这速度较紧，因为放伊咱要直直飞啊。各位先生，你敢有想到一个问题？咱天是虚空啊，敢是安尼？是咱咧不但是了伊才会知影往哪个地方跑。敢是？所以红卡比咱人巧。咱莫讲啥，咱就一个人去一个车所的所在来等了，你就忘记啊啦。当时就跋一倒啦，我买一倒转去啦。敢是安尼？红卡袂呢，最厉害个动伊飘一个，伊虽知影伊有头壳有一个雷达啦，伊知影东西南北一倒啦，伊知影因兜一倒啦，所以就往迄个啥回家就伊就一直飞。所以伊就问讲何博士啊。阮鸟红卡的雷达是啥啊装的啦？安尼啦，搁第五种、第四种，伊讲我看这个表啊，世界上才有名的啦，一粒无几万块啦，你也看啦伊这个表啊一档搁差差不多2秒至3秒，各位先生，一个表啊差2秒3一档一定有9档啊就对啦，无这个比这个表啊好个啦。爱讲是安尼看天顶，咱夜头开花的青斗是千万点咧，你敢知影？就大家讲咱的太阳系就好啊，咱的太阳系有啥？有金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有无？月亮甲地球，是着啥？绕着太阳走嘛。所以你看各粒星斗拢有伊个轨道咱这大只地球咧，伊会自转搁会公转公转就是伊会射太阳，射一日，所以咱地球射太阳射一日拄啊一档，合1秒钟都无差咧，各位先生，爱有厉害无？爱射偌久啊？毋知几亿万年啊啦，分秒不差啦。伊讲这是咱要人创造的啦，各位先生，这敢是你创造的，还是我创造的？还是咱前人还是父前人搁有点人创造的？应该都毋是嘛，敢是安尼？这就是脑部的运动，所以啥物叫道？道在天叫天理，道在地叫地理，道在人的叫做心理，安尼啦，就是所以讲，车斗伊是咱遐坐白相棒，迄车斗参车斗，地叫做啥球啊，参球相棒去了，叫世界末日咧，敢是安尼？所以脑部安排较做好势。你该安怎转，该自转的自转，该安怎公转的公转，爱绝对袂去相碰。迄叫做天的地啦。地咧，地理咧，地理足简单，你来看，咱即个菜瓜咧大厝啦，敢是安尼？你菜瓜子啊放落，伊就自然就啥？菠菜就啥？菜瓜会结出来，你啊洗个，在大长下，伊一定洗菜瓜互你食。伊袂讲你摘菜瓜，大比洗空瓜，有可能这个代志。所以叫啥？地下理。你种啥物因，就种啥物果，绝对的就对啦。胜利咧，逢至精美就发，冠至就体重有力，迄就是咱的胜利，就是咱受兵术一直啊，冠就到遐，咱的胜利都完去啊啦。所以咱今仔会讲话，会来一班。啥？做一切动作都前线，无这个胜利来带动，咱无法做这一切动作。这就是道，就是安尼。各位先生，对道较知识啊有。所以道，大家拿道呢，你拿道，伊拿道，伊拿道，伊就我道，咱大家拢是道呢。所以道看入来，就是咱的自性啦，就是你的佛性啦。所以你嘛分，伊嘛分，伊嘛分，我嘛分，咱大家面拢就是分呢。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呢。所以呢，这就是啥？你讲大象，讲这个啥？安尼，讲执大象，天下王，急，各位先生，急就是过急啦。
哦，咱是要顾啥较好啦？各位姐姐，你即世啦，赚足侪钱的，好伊钱也顾条条，安尼嘛是袂歹啦。哦，敢是安尼？哦，你讲好，我咧做大官，我做总统，你一啥一寡来传世啦？哦，安尼迄嘛是你啥？哦，迄嘛是好啦。哦，所以反正咱一世即世人，哦，你是要一钱，还是要一权，还是要一啥？哦，一名一利拢会使。毋过世间钱、世间用，世间无伫的拢无路用。哦，各位先生是安尼。就即个啊，到尾你老你看我都早当年不可能啊。哦，毋过咧，集即个物件完全拢无啥，无保障。时间到啊，人财人情财，人去咧人情无，无人情通去讲啊。无要集啥物较好？大道。咱择善而固执，重大的啥？好好的、牢牢的什么把它把握住。哦，所以中国讲啊，行之者，即先而后知之者也。所以就是啥？要咱择善固执，择善固执什么？道。啥物会当无，袂使无道。啥物会当叫歹去，道袂使叫歹去。啥物会当叫无去，道袂使叫无去。知道？这个是大象。所以各位先生，道化了咱人体就是咱的自性啦。咱的佛性啦，各位先生。所以韩老先生定定讲一句话，伊定定讲一句，互我印象足深的就对啦。伊讲无袂着的想要做做啦，无袂着的安那写修行啦。各位先生，你的佛性你有讲着啊无啦？敢有讲着啊？早就讲着啊恭喜哈，咱敢讲着啊？其实咱是拢无讲着。爱讲着。咱的道体，咱的佛性一定爱讲着。你讲着了你会足欢喜。所以咱较常转来叫做还应。找你的本体。所以叫做看，你若保掉咧，安尼。而且啥？诚心保守，保守啥？保守你的佛性啊。保守啥？保守你的佛体啊。所以叫做执，无执袂使咯。过来，天邪天下恶。就是讲这个道，像台语讲的，道哪像水安尼，有够老的啦。以易经来讲，水叫做汤挂，汤挂叫做啥？无孔不入，较细方伊把它断落。足厉害，水真正够厉害咧。较早就是一条梯花啦。结果去迄啥咧？迄狗爷撑开梯花已经唔塌，结果咧掠，梯花掠是水会放去啊。因规整个人啊，所以有一个农夫看成安尼掠，你敢知伊这是件足伟大的代志？安怎？伊都赶紧要用大补，连补袂有啊，一直憋去啊。所以规个人拢大条的啦，有个人拢用迄啥，伫咧铺皮啊迄树啊，我规身人拢大条的，都拢唔敢讲，唔敢走。用迄无大条的迄水一直挂，迄天放去了落啦，规整拢用了了。所以拢牺牲家己呢，无拍皮啊咧，规暝拢无转去，嘛拢无困，就拍皮啊，无伊也离开巴克就去了啦。咱半暝迄落透早开，当迄这庄脚人，拢去做事。看着哎哟，啥物人啊？你来甲拍皮遮？伊讲较紧的，去叫人来斗用。无即天话去互狗爷已经蹭汤去啊，准备要巴克啊。无来较紧来用无好，修理用好，叫巴去规整就去了。所以行一个往转去调做点人来赶紧，紧把离开慢慢迄土较紧的，安那处理开，各位先生。所以你若看迄道就像水安尼，无孔不入呢。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真的呢。所以你看，是人咧犯道，还是天咧犯道？迄叫人犯天作啦。所以你只要刚开口，只要你开口，仙火一定出手。你免惊渡无啦。你若看咱前人啊，真该去渡迄落啥，去印度开放。伊就带来咱王志礼表来吃嘛，搁几个潜水员嘛，搁传2个翻译官。安尼看神道遐，咱拢无捌人咧，敢名咧？足奇怪前年一挂人丢去你叫，想要去租厝啦，还是要找一个落脚地方嘛？
哦，就伫内底营业无创啊，啊，就看咱前面迄群人哦，啊，咱伫咧行过伊是要创啊，啊，就下手啦，即群来，哦，啊啦，啊，拢讲英语嘛吼，啊，客观你过来，哦，啊，前面讲来到遮哦，机会就有人去拗叫啦，这好，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啦，啊，就是安尼啊，哦，咱印度的豆腐就是安尼开，啊，就一就啊，问话讲，迄个就会使你讲包租公啦，讲伊做侪，迄个做侪厝的吼，专门都租人啦，所以免做吼，逐个月都吼，油洗洗就对啦，安尼啦，哦，啊，所以因无用，咱伫遐泡茶，啊，讲啊，你在哪？你在哪啊？伊讲你即群啊无共款，不一样，就是气质啊，各方面就差不多共款啦，哦，啊，我来请入来请你看咱来啉茶，哦，啊，所以你看伫迄个经营啊，各位先生，敢是人都搞。上天安排好啊，去到遐就有人来接进去啊，啊，所以你看咱去印度第一个人多就是这个人，啊，所以叫天下旺，哦，啊，天下旺啥物意思？天下甲你人较紧嘞，佛门大开，有名快来，大家拢来求道，哦，啊，求道这唔讲刷去啊，爱较紧嘞，导入，导入道中，哦，啊，所以叫一首诗啊，吼，这首诗吼足好诶。伊讲千江有水千江管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这句吼，就是讲啥？咱的内心的功夫叫做内圣的法门。哦，千江有水千江管咧，叫做外王的功夫。哦，我先解说万里无云，上解重要就是这两部分。各位姐姐，你心中有云无啦？哦，不是分别的云哦，就是乌云的乌云哦。是安那有法度万里天，伊就是伊心中一定无份啊。哦，所以咱今仔日是安那无法度人成就，就是啥？哦，咱一定主为开天，求为辟地，因为伊降世，来到伫世间经历，拄啊行到69042担，这也叫拢算得出来。哦，啊，所以你来看，人转转人转来到遮咧，咱就变安尼啦。哦，咱这就是安尼啊。啊，所以是安那咧？因为是气病所苦，不了所变啦。八条咧，我度这气病所苦，不了所变就是乌云，乌云啊八条诶。啊，这乌云就是咱常常讲诶，贪、嗔、痴、慢、疑。所以贪嗔痴咱拢捌听过啦。慢吼，我讲一个啦，慢就是骄傲啦，傲慢啦。哦，天下无人，我上高啦，我上强啦，我上高啦，安尼啦。这种骄傲的心啊，叫做慢。哦，啊疑咧，疑上可怕，叫做疑心生暗鬼。哦，所以你看，咱是袂拢相信讲道真、理真、天命真，敢是安尼？你只要一点点啊怀疑哦，道毋是真的啊，哦，你也毋是真的啊，天命也毋是真的，我讲去了了。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吼，你免修啊啦，因为已经啥无信心。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咱对道一定要100%的信心。哦，安尼较有讲是啥？有始有终，必修修到解决定论，不然无法度呢。所以各位姐姐，咱进无法度万里无云万里天，为什么？因为拢叫乌云大条嘞。哦，所以咱这边修的这个功夫就是啥？拨云见日。哦，我请教各位姐姐啦，准这几样落雨啦吼，敢有太阳？下雨天有没有太阳？有是有，为什么？因为这乌云长条的嘛，看不见啊。太阳呢，是乌云的阴影啦。哦，所以嘛，咱今仔日是要修自性，自性免修。好奇自性本来无足啊，太着修。好奇自性本来心蛮佛啊，心蛮快啦，为什么还要修？不用啊，本来就清净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无咱要修啥？乌云。所以咱真就是叫乌云卡条的，咱叫紧不要开，不要开是做自然的太阳光都射出来嘛。你自然现啊，自然现了，你地位来开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姐姐，伊这句诗就是啥开悟的诗啦。所以咱现上该重的要做一件代志，就是拨云见日，心中无云。迄个云半开了啦，你来咱万里无云万里天啊。为什么？各位姐姐，你敢知咱的佛性多广大？咱的自性过万3000百千世界都有自性的，你敢知？整个都是呢，而且咱的自性无来无去，拢无代志。是这个哦。
啥？这有佛性本体。啊，你唔叫我做啥？万里天，无变那万里天。哎，吼、啊，当你真正开悟的时阵，心中无有爱的时阵，你爱做一件做伟大的代志，叫做千工有水千工月。啥叫千工有水千工月？哦，水代表智慧，水代表根基，水代表做对。所以只要有缘的人，你就爱讲起来度。你是一条果尔嘛，敢是安尼？哦，啊，一条果了了，千工有水啊，哎，千万万的水啊。哦，啊，所以哦，啊啦，只要跟你有缘的，你会使啥？独善其身，爱彰显天下。哦，赶快去做。哎，啊，一个度两个，两个度四个，四个度八个，叫做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位先生，咱一而胜哪是安尼啦？哦，本来就是安尼啊。哦，咱本来嘛无遮济人的，敢是安尼？哦，啊，所以是咱单前人，各位点选的努力。哦，啊，伊多乖，伊多乖，伊多乖，大家即开，哦，即开就一班就大班的啊。哦，迄是咱伊拢有一个高一班的啦，菩提心慧班的，啥物班的拢分开呢。搁先生会记无？咱家咧开班拢有偌济人，即间哦，这甲呢，吼，敢是？你若你参我编册，你就知影吼，咱较早拢捌看着叫啦吼。这甲呢，真正咧，这甲后壁拢无路咧，后壁传水因要坐也无路咧。啊，外口吼，拢啊排甲拢六个，拢伫窗仔门遐咧听咧。有无？咱咧叫，会叫咧。哦，啊，所以即摆有学界的，啊有啥物的，毋则哦，大家分一个高一班，分一个菩提心慧班，分一个咱老人班。哦，咱老人班无讲啥咧？哎吼，啊所以看看，啊所以老人班到这个道理人听啦，少年班无这个道理人去听啦。哦，啊所以嘛是袂歹啦。哦，啊所以你看，一个建议了。带动咱咱几六千个人出来信靠素质，是毋是足不简单？叫做啥？千工有水千工月。哦，啊，毋是咱台湾拢尔咧。哦，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大陆、香港，有无？哦，啊，真正千工有水千工月，咱是传出去啊。哦，各位姐姐，会记哩，到咱的身躯，真道传得到咱的身躯，咱袂使伫咱遮断转。咱要继续把它传落出去，知道？哎，这就是咱责任啦。哦，啊，所以吼，会讲的，各位先生尽量讲；会办的尽量办；会做的尽量做；啊，袂做的，安怎祈祷？哎，多念经回向，互咱的道有会当弘典，各位是功德无量啊。哎，属实的哦。哦，我定定伫遐想一个问题啦。哦，有咱可能参加大家有关系啦吼。我今年65岁啦，安尼啦。哦，以咱台湾统计啦吼，迄个分到会当活到75岁啦，平均啦吼，有啦活到100岁嘛有啦吼，哦啊有啦活到30岁、20岁嘛有啦，啊就平均年龄分到会当活到75岁。75。啊，天道咧，活到70岁，平均年龄。啊，各位前几天看我出几张啊？各位前，啊你出几张啊？你感觉伫遐当真哦？我一个前几几讲，哈，啊我咪4、5届啊，我要跳。哦，是咱来使讲，我出几单，爱较紧拍起来。啊，无真正咱无偌济时间来去换咧，真正咧。哦，你嘛讲这你完成你准好啦，我要来拼啦，我要去国外开放啊啦，我要安怎讲咧？是不是这样子？真正咧，所以咱去卡会赢会走，哦，会当治理各方面拢足好势。哦，安怎？咱有法度过去一路去发挥。哎，哦，啊，所以你看我就达到啥？千工有水千工月，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啊，叫做天下旺。哦，你是要对台湾旺尔啦？哦，咁是安尼，而家天啊！哦，200几国家吼，拢有法度做去，尽量去啊做就对啦吼。啊，讲旺亦不害，就是讲你求来修道，绝对无害的就对啦。哎，哦，各位先生你要看，咱阿未修道进行，甲你修道后壁有啥物无共款？真正很大的改变啊，是不是这样子？哦，真个啊，从我来讲，我还未收到进前弄榴莲啦。哦，这老人家也讲这个话啦，弄榴莲听着吼。哎，无所事事啦。啊，你上班太钱尔，啊嘛诚稳的。哦，啊你袂平两万对人去保平两个，哦，弄榴莲。哎，哦钱呢？钱也无较济啦。哦，啊啦，迄个钱吼，永远用路道开就对啦。哦，啊，这请到了咧，各位先生。哎，人生大改变。你较早讲要叫我开车讲课，无可能的代志啊！拍4、5、5万较袂啊！真的啊！哦，伊咧随即伊就知，迄
啥救国团的活动，啊10个人一大堆，一堆啊，啊一个臭皮啊，要做啥？自我介绍了，有简单无？自我介绍做简单对无？哦，我伫我边仔迄个开始自我介绍啦，伊喜欢啥篮球啦，啥讲，啊我迄阵哦，心脏就砰砰，啊是安怎？紧张啊！哦，啊我紧张着吼，草咧揪，头一个揪到吼，规个拢无草啊，对不对？啊揪到我的时阵哦，我是陈友宏安尼啦，草爱揪无去啊！啊你看我迄阵的我是安尼，啊这个我的，结果我甲大家真讲，我惊死人嘞！啊我这就是啥？上天造化啦，分长有互咱这个空间甲时间来啥？来做了解，做学习。咱较有这个机会人进步啦，会浅显，所以是咱来感恩。感恩。我讲咩咧？啊，熟悉的啊。啊，所以话，咱这场咧收地咧，绝对有好处无歹就对啦。啊，所以孙子老大就讲来讲，自古文不平，出古河不腐。就讲你只要来，保证你也袂死的。当然啦，你若讲我要欠到买一间厝这厝开到悬。恁遐我毋知啦，阮大家较早一间厝拢700万，安尼买叫10个平了，这拢1000外万。啊，你啊看咱一个月你啊3万块，你要买一间厝1000外万啊6万你敢有买着啊？我偌困难嘞，1000万一个月3万外，搁要顾3囝4个囝吼，你看甲我度，真正无度呢。所以我讲吼，这个少年足可怜的，我恁阵买厝一间100万、200万就变变去啊，现在1000外万，是不是？所以你看，你讲你自我得绝对无你要着，袂互你做着，保证啥？有钱人互你趁，所以各位先生，咱若要趁钱我是讲讲要趁钱啊，真正，这华宝加减报过啦小户靠手啦，中户靠头啦，小户靠手啥物意思？就讲我都无啥物专长，我咧上班，一个月领2万块还是3万块，我有一个问题常上足久的，是怎问啊？各位先生，咱迄阵是袂攞领3万块，我阵咧上班，伫咱交流这边一个月就3万块咧，这个少年啊，真诶，嘛是3万块咧，3、4万咧，迄个3万块是足好用的咧，敢是安尼？这个3万块咧，一千啊换落万仔囝就无用，一千啊换落万仔囝就无用，无够用啊，真正无够歹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咱既然讲要小户可以啦，就客气啦，你上班3万4万安尼去啊，安尼啦，小户啦，买厝啊较困难啦，你若大好囝，那个啥，大好囝较困难啦，无要做啥？中户靠头，这个厝了，敢知影？所以我建议咱大家要进来做教书的，这个口才电脑做好过，真的啊，所以我讲你自己电脑免炸，我自己嘴炸你就参与变起来。这摆安那像咱做生意也袂厝啊，我一间厝好啊，卖你有可能10万就有诶啦，我都无趁无，比咧上班2、3个月就好趁啦，是比中户靠头，各位先生来啊大户靠什么？靠头，不是，靠天呐！你若真正要大富大贵，你要靠天啊！你若天无助你，我讲嘛，你要到富了，无法度就对啦。真的咧，我讲个实际啦，咱学校较早就是一个工名叫做严明庆爸爸啦，严明还是爸爸就对啦。你敢知迄阵差不多40年前有无？伊就参咱监人去开放时间帮阿妈来找遐。迄阵咱台监人只是咱周监人，讲咱国外拢无读迄个无道夫咧，咱周监人无第一句话，是感谢慈悲帮我派的人才少者，迄阵人才少的。所以打招一个天德尔，就是干领袖，2个拖来就去。迄阵咱要出国嘛足困难的，因为迄个摆设嘛较足复杂的啦，是慢慢来较开放，所以咱会当观光地，迄阵拢也袂当的。所以迄阵签着3个月，所以因咱就出去就3个月，拢无转来。甲领袖要做啥？你敢知影？做干妈店，搁卖啥？卖了米粉，统一摆的米粉。伊个米粉是一袋2袋，毋是呢，是规数斤100几包迄种的啦，做中盘商啊，你敢知伊出去3个月，伊妈妈因某爱顾因
甘愿点，啊，搁哪照顾5、6个囡仔，哦，就平均兄弟姊妹就对啦，5、6个拢全部爱顾就对啦。一个组人呢，爱顾遐，啊，搁米粉呢，米粉伫5度赚啦。所以人啊讲啊，某女人啊，我要米粉呢，伊讲拜托个啦，阮阿无伫个，你家己载一个，我组人无法度来，啊，人快快无法度来送。哦，这生理人上都要讲话啊，无爱啊，你也毋知我即来我去北京哦安尼，结果你敢知？家己仔就伫遐办啦吼，所以互我毋知讲，咱是毋是真正讲一句话，一个人才一定爱18般武艺，该有啦，逐项拢爱会啦，安怎讲？哦，迄家己仔就同我讲的，讲伊去遐第一找就找好啦，哦，第一个人做啥？迄个做伊厝的人，第二去买家具，讲你一届去买椅啊，想要买这椅啊了，一届拢买1条尔，敢买2条？为什么？叫你1条去讲的，吼，椅啊，就买了一个倒来啊，对啦，哦，伊就是安尼办的啦。啊，即摆要办桌啊，就去买花，买花就办干啦，大迄地花的啦，哦，买果就大迄个买果的啦。啊，即摆租地是人爱载转来。各位先生，咱知影新加坡参咱只开车无共款哦，光车不一样哦，咱这是靠右走，伊是靠左走，因为按道路是这嘛是对了对啦。哦，今日个起了学才会开呢，我无你太晓讲啦。伊讲太会知啊，白去吼，我就甲开啊。啊，平常拢啦，载着先来求道啊。即摆载着先来求道，来开始哦，先来挂号，嘛是伊，就载着先来伊啦，多人伊啦吼，啊，载这个啦，哦，载人阿姨啦，来咧。挂号阿姨啦，小标本阿姨啦，来开始办桌。啊办到一个要怎办啊？一个点办书啊，一个人才要怎办？伊讲照办。就伊做上咧，啊画好，写俩画，完了就对啦。伊个来包办嘛，啊咧3位、4位、5位、6位，通画，一个办大个就对啦，啊就袂个，真正有够厉害。哦，啊即摆都办了啊，工商部，伊飞去台北工商部啊。讲了啊，伊交代吼，咱就周先生来，请周先生来准备开始。哦，伊就留意啥啊？去厨房煮物件，煮点心，准备等一分钟，一点心。啊，即摆啦，煮好了，就甲真正就讲好啊。哦，啊就饮困，天回来吼，啊大家食起来，点点食起来，伊搁开车搁送伊转去安尼，过先生，啊我咸到这是几18般不止啊。哦，好厉害。啊，真正说咱是在18般武拢会咧，你讲我还上尾了，我袂下咧，我操啊，想咧特别一个看咩啦？你在讲爱个样子对啦，所以说因就是安尼办桌的啦。啊，所以迄阵开放了吼，转来3个月一定到转来，无转来袂使啊，伊签证时间一定要转来。转来了，安怎？100包的米粉拢生糖啊。哦。去了了啊，你讲生糖，因为米粉嘛要当放3个月尔。哦，啊伊迄个进前拢进货啦，所以拢超过时间了，米粉拢生糖。哦，啊转来了我惨啊！啊你啊就办做办个啦，讲紧，看过来来，这处理掉，搁继续咧，搁是安尼。啊所以你看，人家咧因为着有牺牲互咧拍拼，上天绝对会高伊。像这个哦，啊无偌久吼，就一个人就对啦。讲感谢啊，我这地足水的，你敢来看卖咧？我今日要去啊，你这地四角角，方方正正，很漂亮啊，大地，唔系2分啊，几分我唔知啦，足大地啊。我迄阵真正人买开。伊讲无一个月哦，伊讲可能成本派来就对啦，一个想要买就对啦。我讲你啦，感谢啊，听讲你买一块地偌水，我来看卖咧。我就真正去看介意哦，当场下定金，啊随人买就对啦。啊简单就同我讲啦，伊无讲偌济钱啦，伊讲着进买来1个月了，搁卖去，趁偌济？伊讲拄仔进眼睛里那大一间厝啦，我估计至少500万啦。各位先生，大陆靠谁？天啊，靠这个生活啦。你也要搬哩，是几百万的，几千万咧搬咧，是实个啊。啊，这问题来啊，各位先生，天哪要做你啦，到没有？啊，咱这地人他要做伊，他无爱做我啦。咱地球60几人口啊，是安怎伊嘛无要去做，你就要做你。足简单的啊，你先来做天嘛，天就做你啊，是最简单。就那像你去天堂上班，啊上班无时间到了，我是自由的人，不是这样子吗？
哦，搁一杯，连续啉3杯，啉袂落啊，饱啦，啉3杯有啊无啊啦。啊，到尾仔啦，去找迄遐隔壁继续来见开吼，无遐大家咱来好好请教你咧乌球嘛吼，对吧？啊，是辛苦还是不得啊，所以祸水搁真正，也是天教所心，绝对袂叫假的，这是。哦，也是咱得啦，哦，啊，而且咱啥食菜拢不欠啦，免就讲哦，我食人半斤就要用8秒，食人1斤就要用咱吼10秒，免安尼，心安理得。赢咧，叫做顺利啊，心平气和。哦，就讲咱处理代志，啥物代志大项的时阵哦，拢是心平气和。哦，叫做万言通达，一言不泄。哦，啊来应对的时阵哦，你大代志你会当处理较非常的啥顺时的对啦。啊，再咧叫做升华。哦，啊，要哪升华？我搁来讲一个故事啦吼。这个故事吼，就是当时吼，卢先祖来渡河仙姑。安尼啦，哦，啊，好成果迄阵哦，收养足好个啊，三道经典拢足摆个啊，哦，啊，刘天做知影即个啦，啊，伊做好，哦，啊，所以哦，伊就啥，交当地度就成果个，啊，所以讲八仙拄啊其中一个是昆仑尔，哦，啊，讲到遮，佫一个伊出来哦，我是跟你讲，哦，你看咱台湾哦，拢是昆仑特别多，天人拢较少，咱即摆咧算足济啊，哦，啊，去香港你敢知影？啊，要到50个啦。49个拢昆得一个查甫尔。啊，你查甫成讲哦，伊足歹势啦，讲无要紧啦，我嘛查甫，你查甫咱两个语言啦吼。啊，你较紧嘛的啦，哦，啊，所以现在，啊，各位学姐为什么这样子？这叫做昆得应运呐。哦，无你看64大组，遐济个70几尊啊，拄啊一尊昆得尔啦，其他拢啥天得，哪是安尼？哦，拄啊输不了代志，其他拢昆得呢，遐拢天得呢。为什么？听讲困的是骨肉之体，哦，所以要修成正更较困难啦。可以是古早时代啊，哦，这无共款啊，这三座普渡，只要受名水去了，地府求名天堂挂号，太袂成，大家嘛成，啊，所以这叫做啥？困得应运啦，啊好，你看古早时代八仙啊，8尊呢，拄啊一尊好仙姑吼，啊啦，困得俩，其他拢是天得呢。所以我建议哦，咱昆得爱好好把握这一次哦3草普渡的佳期。这届也无成哦，袂使就对啦。我照着咱细老师讲的，哦，你就会骑车，你用车冲的啦；啊，袂骑车无，你嘛用走的啦；啊，你也袂走的，你嘛用行的啦；你也袂晓用行，你嘛用爬啦；啊，袂晓用爬用蹲的啦，爱蹲就对啦，真正的。为什么要这样讲？因为哦，这届很难得困到应运。哦，你看咱这种拢是困得呢，哦，是不是这样子啊？困得应运啊。哦，啊，你看前道就无路用，有咯，前道我来讲，天得叫孙勇之体，咱要修成这个太简单了，看你白唔安尼尔。一步一跳，一步就到安尼，各位先生敢知影？哦，啊，所以各位先生，这个就是啥？有钱足大的成功。所以卢先祖来到何仙姑因爸爸遐，因爸爸咧是中药啦，中药房啦。哦，啊就是要讲哦，就讲哦，来，老板，我吼咧找西洋药，阿妈出好。哦，咱爸爸有啊，阮遮哦，这间阮这间上大间，阮这间也买无你要想要找啊。哦，讲安尼哦，好，我要西洋药尔，足简单诶。第一味药叫啥？加和散。第二个叫做顺气汤。第三个叫消毒饮。第四叫化气丹，哦，因爸讲哦，应该有哦，就甲变，哦，伊出不大冰个，伊个真冰个，冰到变变着啦，冰到我2点外就讲咧，人袂歹势哈，我就会有咧，咱唔係靠前头咧，拢冰拢无咧，安尼就对啦，哦，啊，目前就讲不管，你要讲有诶，有你就来学我，安尼就对啦，啊，讲歹势啊，真正找无诶，吼，啊无你明仔载来这，哦，啊我就去冰看卖，吼，啊有我明仔载来互你吼，安尼。哦，卢先祖就调讲有爱就对，哦，就差不多啊，奇奇怪怪，差到内底咧，何仙姑出来啦。哦，何仙姑出来讲啊，爸爸，哦，你叫爸爸还叫阿爹啊？啊，这也叫阿爹啦，哦，这个人叫阿爹啦，哦，阿爹啊，是啥物代志啊？安尼啦，哦，较像这件代志哦，何仙姑讲，何仙姑讲安尼，阿爹啊，你后壁这个
哦，别人啊，各位先生你要看吼，你若去参一个无求道的啦，吼，无论是讲道理的啦，各位先生你参伊讲话足点的啦，因为你讲道啥伊听拢无，我讲实咧，真诶咧，会客气啊，哎，像我较早咧读易经啦，吼。啊，我讲的内底就拢易经啦，啊，就两个坤道吼，嘛拢研究易经啦。啊，这摆转去吼，伫菜市啊，都隔壁都卖卖物件咧，啊，有名就咧讲啥，讲易经啦。哦，讲啊，你做讲4点外钟啦，边仔一个太太在听，你个无读易经的啦。哎，啊，你嘛足厉害咧，我咱伫遐听4点外钟啦。好奇怪咧，啊，你到底讲啥？讲4点外钟，我人听拢无啦。啊，迄个就是。就是我不投资啊，办事多啊，咁厉害，啊，咱别大行的哦，讲得讲变去啊，咱讲欢喜甲，你讲易经讲欢喜甲，啊，伊迄个外行你听无听有熟悉的。哦，啊，所以你看有钱做大行的，有钱讲大行的，造出的哦，你看，这生机就造出来。啊，就是大概意思讲，富足住好家和善啊，咱家庭啊，咧和乐，爸爸一定爱煮爱鱼啊，是大迄啊，是咱头一种囝。啊，囡仔咧，定讲友好是大人，这上个基本。哦，各位先生是安尼。哦，啊，你讲我爸爸妈妈无钱，我免得友嘛，我就跟你讲，加大我人，加讲我课，加做代志，我死无畏死，这个功德拢会互恁的爸爸妈妈，啊，你嘛是友好，哦，咁是安尼。哦，是这个啊。啊，我是咱交代一个哈，咱若要念经，若是大人，若是要回向哦，你就该做回向的动作。哦，你忙拢无回向哦。你讲啊，我爸爸会收着，我妈妈会收着，你无回用，伊要怎收着？哦，咁样。哦，包括咱迄阵是伫疫情的时阵，大家拢伫厝里念经，念经到尾一定较有影响。哦，我讲来吼，是在做一个交代啦吼，就是讲不管你是大德人、大贵人，还是讲有啥物大德咧回吼，哦，你就要双手合掌，哦，讲老母慈悲，哦，迄个地主还是信徒信女，我今仔看啊，大一个啊，讲着，我袂回向。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阿公阿嬷，敢知啊？哦，你一定要讲我清楚。哎，因为你有功德了，你要回向啥吼？哎，讲我清楚伊较对对。哦，啊你若无回向呢，各位先生，伊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咱这无用的空间做一个无形大德的，咱看袂到尔，做一个。因会使哦，功德来，咱就去抢，大家去抢。哦，这里比如啦吼，就那是讲妈妈煮一个做好的物件，做好食物件。哎，你若讲到顶咧，恁兜无6个囡仔，饲我来吼，准备要笑要食对不对？你讲哎，别动哦，哎，这边有爸爸食的哦，你就拢别叮当啊，是不这样子？就是你要交代嘛，哦，你交代，我囡仔唔敢叮当啊，啊，咱爸爸会食囡仔，好了，来，这人一地啊，我叫互因食，哦，啊，咱回向嘛是安尼，哦，啊，佫有一种回向唔好安尼啦，无安那你敢知啊？我回向给啥？3000代先世界的子孙啊，哎，无形大德。各位先生，我讲伟大啊！你忙我大要大呀，啊，敢知？哦，因为你有可能10分的功德尔，啊，你要互啥啊？3000代先生啊，啊，是讲分，我嘛分一点点啊。我一个比如啦，就咱是讲我一个大饼有无？有我咧做饼，吼，大饼1斤的啦，吼。哦，你要互1000个人食，各位先生会赔3斤的。大家都啊，你这回啊，是啊，是啊，哦，咁是。啊！你讲我这个大饼切切的，哦，啊，我要互啥？哦，我要互爸爸，爸爸食这个大饼就足欢喜的，啊，都拢伊的啊，啊，你会晓回向的，哎，我看到咱做者会晓回向，啊，咱就安尼回向，你就爱啥？指名道姓，我没有啥，伊就对会对，哎，哦，啊，所以这个啥？老爸一直较自我是啥？后日就是后一组囝，啊，囡仔一定爱啥？友好是大人，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搁伫咧，哦，上较重要，一定要带伊来求道。哎，咱老先生常讲啊，哦，迄个啥，爸爸妈妈是上伟大的、最直接的人，咱唔道伊是搁要道上啊，真经的咧。哎，所以我真该去郑州，哦，咱迄个大陆的郑州，啊，郑经理吼，伊了有一个类似活动啊，哦，啊，你看迄囡仔拢20几岁尔咧，21岁20几岁咧，有够好巧的就对啦。哎，啊！你敢知伊要安怎尽孝？我感觉尽孝袂歹，是咱讲大家要做参考啦。因为有一个花艺组
哦，来，咱要看要哪开，做鱼过讲一下，连这步是百几届啦。啊，面头水一定囥伫边仔插好势啊，安尼啦。哦，啊，即摆就除夕夜吼，食饭饱，哦，足紧张的啦，插面尾吼就出来，哦，啊就爸爸坐伫遐，啊就真正就开始画，做鱼过鱼，吼，就开落啦，开落了吼，就去遐面头个水捧来啊，捧来吼，就讲爸爸，你。买家上网的，哦，今天啊到了，哦，今天已经啊，不过啊，我都看影片，我都细说都资讯对不对？哦，啊你我到了嘞，哦，天空西庙，哎呦，看你要看什么节目咯？看美国的，看韩国，看什么咯？点就到。啊，你是叫天空西庙？哦，就这样子。啊，不过咱这我是台湾的，是俩，因为咱台湾机器台嘛，咁样嘞。咱的佛性呢，唔是台湾的，唔是俩嘞。三天大千世界，不管你讲地下嘛有，天堂嘛有，三天大千世界统统有。啊，你有看过无？这叫看过。安尼对咱有是有较认识啊。所以讲心如虚空啊，是呾，所以个行动迄个是共款。所以咱你讲吼，我去大陆，我就做我就是去，我去香港就炸我就是去，免遐麻烦，因为拢不满这个虚空通通有，而且伊是无来，嘛无去。哦，伊本来无叮当的啊，本来清净的啊，所以他有来有去，无来无去，第二嘛，你讲这哦，观受不在内，不住中间。你讲这个佛性，本体到底多是倒啦？各位先生，咱佛性本体多是倒？我拢会去思想这个东西啊。咱受名师一去了，都是前辈讲哦，咱的就是住伫玄关，对，住伫玄关无唔对。不过老师讲一句话呢，打开玄关啊，以啥？见真我，执着玄关呢，跟人走，忘了玄关呢，已成我。各位先生，你太讲一句话，因为伊传这个佛法互咱，咱执着，你若执着又跟人走，我讲咩呢？无你啦，放下玄关已成我，就是你莫执着，把它放下来，因为咱的自性，伊无伫内底，嘛无伫外口，嘛无伫中，无咱的自性是无所不在，知影无？我讲一个更较简单的，你看手机啊，各位先生，手机啊，是倒？是手机啊的中，还是伫内底，还是伫个外口？都不是嘛，不管什么虚空嘛，都有啊，那就比较刚好。咱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所以你看，所以观受不在内，也不在外，也不在中，是无所不在的。来，观心善有名字，名字姓李，这做好的名啊，拢无人讲讲，我感觉做无啥的，所以我比较定的这个就是叫一个咱提出来讲看嘛，虽然我含慢讲，含慢听。无较过浅，你逐拢做好听的啦。我比伊你就知影怎啦，咁样咧，所以咱这个自性的物件，伊无平衡。咱若捌研究着做大经，你就知，一届就做为做是理讲啊。我有一本，一本咱无念代伊无名，无字，无头，无尾，无啥文，无啥是讲我一个对，伊讲迄啥物物件？那是会是会啊，啥物啦？我知。迄个自性，各位先生，敢是安尼？你来讲无名无字，你个自性，了解无？因为咱自性无名无字啦，它什么都不是啦，佫伊个真空，佫会生妙有啦，就是这个物件太讲太对了。所以你看，它就是这样子，所以你若讲伊是自性，落字文相，文字相啊，你若讲中嘛是咧讲自性，各位先生咱知所以不是文妙的佛性本体，你把它讲自性。文妙得了三妙三宝的，你把它讲自性。反正自性伊的名有够侪就对了，就是讲咱唔通去执着，因为本来无名。啥物叫本来无名？我这点理论，比如我就叫出名嘛，咁样咧。搁是我出世的时阵有名无？无名，本来就是无名。是阮爸爸，是阮妈妈为着讲方便叫我。而且你水色名先咧，白细条白白的也不缺头，这两欠水啦，要拿回个陈永红，就这样子来嘛。你看我迄阵用啥物用？你敢知？应该是英文的叫啥？我是
你感觉？啊，这永远风淡你做好，咱这个3点水，因为河啊命中欠水啦，就是无智慧啦、混碳啦、暗慢啦，拢打啊了，水加了，拢加3点水。我苗来你咧，哦，啊所以你看我苗好，我讲话你听，你得要拥有智慧，看到永远的弘法利生，哦，你看我苗够赞，苗够赞的。你不会3点水就无法度你，敢怎样咧？然后啊所以哦，来咧，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哦，这长久做讲的，不出先，不说，既无莫无，迄个啥，本来是面目的东西。因为咱的自性当中哦，伊无善法，嘛无不善法。因为绝对会变到善法，甲不善法啦。哦，了解吼。所以我迄刚刚咧讲啊，有一个浅浅的花问，讲什么叫善法，什么不善法？是咱自性太无迄个物件啦。我嘛做派一个谦顺的咧，啊，我想着自家啦，自家谈咱分享啦。我就讲哦，咱的自性哦，就是哦，易经的无极，哦，易经的无极离太极嘛，太极是两仪嘛，两仪心四象嘛，四象是八卦嘛，八卦啥？哦，现在14卦、64卦、384爻嘛。所以咱即个拢断个384爻啊，所以咱即个这边等于啥？无极。哦，啊，无极就是空空洞洞。哦，啊，所以你讲有善卦、不善卦，迄叫两仪，是一个仙啊，一个恶啊，一个善卦，一个不善卦，迄叫两仪啊，迄就是啥？就是无字啊咧，无字是空空洞洞的物件咧，嘿，啊，所以一动了咧，就变太极，太极变了了咧，才有一个阴阳，有阴阳才有一个善卦，啊，一个不善卦，所以只要道是善卦还是不善卦，迄拢参啥？为成本迄个做东西，好，安尼有了解无？哦，所以话。所以哦，咱经典爱去做济就对啦。无你有知影咧，回答咱一句话无？即句讲袂通，我无嘛即句；即句讲袂通，无嘛即句。到尾啊，经典嘛请出来啦，金刚经嘛请出来，标语嘛请出来，啊，就做多数也请出来，大拢请出来啊，安尼啦。哦，为什么？该北京为师的哦，一个啥？一个传道士啊，还是讲哦，迄个工书啦，你就爱读这3个工，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讲，所有人的啥问题，你拢有法度一一把它解答掉。哦，现在呢，咱就是遐苦逼，这个工夫呢，今天，我了哦，一个吼，啊啦，我就看伊哦，会使啊，应该会当参考啊。我就亲袂落啦，奇怪了，他会亲袂落啦。哦，我迄阵做高雄的领人，哦，就亲自去斗拜访啦。我讲你人啊，我看你境界会当参考啊呢，讲领人啦，有啊，我参考，我是安怎呢？就开始讲伊生活话来，讲哦，迄运动做麻烦的啦，迄内吼规矩有够济啦，济吼，叫咱调骹啊，袂当安怎，袂当安怎，你来讲咱运动吼，做约束呀。各位先生，你有感觉无？哦，良心话哦，有啦，加减啦吼。哦，啊，伊就讲哦，迄啊，几啊，迄个带去做济人讲苦的，伊讲我用双包我买油油安尼个，咱袂穿到之前都有这些。各位先生，人啊，安尼来问下你来看伊时间，你的时间你破无掉，或者怎讲，伊袂收到啊。伊的时间你来破掉呀，我这堂课啊吼，我就话讲你人啊，你敢知影吼？佛教里面戒律偌济，你敢知？哦，伊就分 BQ 甲 BQ 2啦吼 ，BQ 爱修150届啦 ，BQ 2吼，咱有380几届啦，人家加讲500届啦，各位先生，你届这个这样嘞？后面可能就种啊15条有几尔15条差500届，你我猜啊济，你是要修500届，是要修15条有几啊？你听这个讲，那就差400多届呢，差足济呢，家己搁咱算下，你感觉有好水？这摆吼，就大家讲好啦，15条尔吼，无要紧啦，嘛500届就好啦，是不是嘞？你就爱看伊叫啊，你就看伊心态啦，我就看伊心态，伊来教你来不可能嘛，是不是？所以咱刚说哦，还有这个真的智慧，然后反应该做硬的，对了，因为去这
因为身份拢过去，啊身份过去吼，伊身份听着伊讲啥吼，伊就来啦，这个听我讲，讲了吃伊的心肝骨啦，我请教了，就这样，真的，所以你看，光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知吼？所以修行当中，伊嘛无仙，嘛无福，嘛无死，嘛无非，嘛无官，嘛无偏，没有，因为这对待的就是啥？就是对待法，不是这究竟啊好，所以时日不将不将见，听日不将闻，所以就讲你看袂着啦，听袂着啦，较简单啦。各位先生，你若讲课讲安尼，看啥物来听？我拢会讲一个故事啦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较早四座德行去游山玩水，看着自西东来啦，山遐大时阵一个道去足强的就对啦，就行，左经过啥小路，看着是啥点啦，一个庙司啦，安尼啦，四座就是你啊问，请教一个师傅啊，比丘啊，恁遮有修道人无啦？伊讲，迄个师傅啊，比丘比丘啦讲，阮大家出家嘛拢修道人。四座讲，敢是注意听敢是你出家就修道人，伊不甲你讲，还是我讲出来啦敢是是我无感觉有啥修道人。阮后壁有一个叫做华龙禅师，人叫做懒惰，是安怎讲？伊就坐伫遐打坐啦，把去放去边，无咧用啥，人家过你甲打招呼伊也无要插人啦，安尼啦，袂是足大地你共款啦，所以讲足奇怪啦，所以才毋知叫懒惰啦，你毋知敢是咧找迄个啦，安尼啦，如果毋安尼计款所以四座咧就搁行，去等着这个华龙禅师啊，就是在遐打坐，打坐的时阵你打招呼也无要插人呢，四座了打坐也无爱插人呢，伊尾啊讲，禅师啊，你是遮用啥？就对啦，这个华龙禅师听就讲，有人咧问伊伊讲我是遐关心，安尼啦，四座就是讲欢喜何人，心喜何物，大家讲话就是安尼，免坐啦，2句仔尔，华龙就坐袂牢，爬开啊，何人？啥物关系何人，心喜何物啊？伊就讲请教一个讲咱附近遮有一个叫做啥道信禅师，你嘛敢捌伊？这个道信禅师啊，就是讲你找了啦，这个人道高望重，地位大大，我想要来拜伊为师，迄个师祖就讲平真就是我就是就对啦。我讲你我真正踏破铁鞋无觅处啦，你家己走来，足欢喜的。来，我要一个草料，来，我要泡一个茶咧，我来招待一下。我就带伊去啊咱咧路拢独孤迄个啥土仔地嘛，就好过迄货马赛车大回拢有迄骹号嘛。四周看就也惊了对啦。华龙禅师，你还有这个吗？安尼啊，所以四周看咧，这个就去啊，去到伊个寒舍就准备咧招待伊啊，四周就先坐，坐了华龙禅师就地旁人个，嘛要准备咧坐在边啊，上去聊天啊。伊要坐就进前四周就是就伫咧椅仔顶就安尼小起活动，华龙禅师看着拢毋敢坐落啦，毋敢坐落就是讲你还有这个吗？安尼啦，讲禅宗就是安尼啦，拢大家问好啦。各位先生，这个故事讲完了第一个问题，上是修的人，谁是修道人？各位先生，咱敢是修道人？是。我来讲，讲着紧的，较是真正修道人，知道吗？迄较是真正咧追修行的性的就对啦。你讲无着紧，都不会修道人，骗各位。所以咱后面讲着紧的，较紧的，去请教你点老师。别人讲还无袂着，绝对讲袂着啦欢喜何人？啥物人看？你自是咧看啊，无你敢会目睭咧看咧？好先生，咱即个像你咧看我咧看，是你目睭咧看，是你自是咧看？自是咧看，我做一个比喻像咱这电话对无？是下倒，你若切到我咧，我就欢喜啊。所以本心下倒，
伊就要经过电过伊才会倒，啊，明呢？咱目睭本身袂看，伊就要透过你的自性，伊才会看，啊，了解无？安尼是目睭都看，是自性都看，是自性带动你目睭都看咧，了解吼？哦，所以咱人若毋知影安尼哦，看安尼去了了，差不多。哦，啊，所以观是何人呐？你的自性都观啦，哎，是我打坐，我就咧观，那是观啥？哎，心是好稳，你的自性是啥物物件？无形无相啊，要来讲会出来。哎，啊，无要啦，要关心啦，无法度啊。啊，所以吼，这个故事吼，哎，就咱讨论到遮啦，后日时间我差不多啦吼。啊，所以你看，看袂着，闻袂着，听袂着，毋过咧，借着啥？借着这个典故，咱慢慢去体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家己去悟啦，家己去报啦，啊，家己去领会啦，倒一工后你讲，我知啊啦，容易啦，真正稳工的啦，好。讲了。用一不可信，就是讲伊安那倒个物件讲袂出来，安那，毋过咧伊用出来咧，千变万化。这个红字，这笔六号，叫做六号，东西南北上下，叫做六号。所以红号比较讲，上天大千世界拢播完整个佛性问题。关就这世道理本转落来咧，多关就咱的玄关。安尼有妙无？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研究袂了啦。所以咱大家啦，继续努力啦。就是研究袂了，咱到机会都继续研究啦。无你若研究袂了，讲的一条线，敢名咧？所以像阮这帮一个人单较一届机会尔啦。所以感谢大家今仔报时才是时间短来了无熟啦所以做些补救，目前咱做些小小款，或者前年、后前年开点多多包涵。就总之来，一个成功，万事如意，各位，大家注意身体。咱敬爱的前人胡前人以及各位点燃师咱各位助理、各位领袖各位团主、各位前贤大德大家午安。老师午安。咱今仔日呢做难得会当讲一档世界的清修教育班所以呢咱王经理呢带领了咱这团小破水咧学习道德经啦所以大家不足我嘛是不足所以中华义今仔日互我的要向各位来学习道德经的第35讲叫做大长中所以咱有遮好因缘呢，拢就是接着咱天位师长甲祖师皇祖，咱师尊师本回老大人的大本大德，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传师的传法，使咱有遮好因缘来研究道德经啦道德经呢，伊全部经过81章，81章我讲2字尔，字道，字对，就讲道理啦。所以你就感觉伫个这到这到下晡嘛就是讲道，道是啥物物件？无形无相，你摸袂着、看袂着、听袂着，所以做歹去牵顺的就对啦。毋过歹牵顺嘛爱牵顺，歹讲嘛是爱讲，为什么？因为呢，步不大不响人不款不贤所以咱这看会着足简单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软体啥，这看会着拢做好研究的，毋免偌久人去讨啊，就我8个较厉害啊！互我迄工仔看迄手机佫举一支手机这直落有安尼，
拢挂一个手镯尔咧，啊喊一个吼，哦，手机就走出来，你敢知影？哦，真厉害！所以吼，这个科技啦。咱这无形无相的吼，自古以来，自啥6250当的时阵，弘于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近取之声，远取之物，始作八卦。所以你看伫6千几当迄阵，弘于圣人，伊就是啥，在研究世啊，在解说什么叫道啊，迄阵是叫做道，无迄阵叫做啥，叫做易，易经的易。所以弘于圣人讲的易，参咱讲的道是同款的。各位先生，并无同款尔，其实伊就是咧讲这个。它还有这个道，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啥，老子就是《易经》的作者。所以嘛是仰观天文，看天地万物的变化，非常的奥妙啦。所以古之名，强名曰道，我毋知伊啥物名啦。所以我号一个叫做道啦，所以道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道就是易，易就是道。所以咱别人啦，易就是易经啦，道就是道体啦。其实伊是同款的就对啦吼。好，咱今仔日就是要讲这段足短啦。所以迄个啥，短短啊尔吼，有哪听互我慢慢来叙述啦吼。搁有先生咱做伙念一下啦吼。咱念国语的啦。因为互我国语拢讲啥物国语，你敢知？叫做台湾国语。早我咧带少年的伊讲永丰大哥啊，你讲的台湾国语很标准啦，我做安尼你敢知影？伊也无讲迄个你国语讲的标准，讲台湾国语啦，所以咱念国语无要紧啦，来，各位先生咱做伙念啦，来。十大将，天下王，王而不害，安平泰，乐于耳。过客时，道之出口，但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计。所以你看，伊咧讲这篇，伊嘛是讲道啦。所以伊来讲啊，看袂到啊，听袂到啊，讲袂到啊，毋过咧，作用出来咧，叫做真空是妙用，妙不可言的对啦吼。好，袂讲真情诶，我看来讲一个故事，我袂晓讲道理啦，怎爱讲故事的啦吼。这个大象是安尼叫大象章，你若讲真正实的像啦吼，咱阿弥陀佛，各位先生咱知影天上阿弥陀佛，伊左右旁倒手边那位就是观世音菩萨，正手边的叫大势至菩萨。咱咧，人世间的三分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左右相，倒手边就是啥文殊菩萨，正手边的普贤菩萨。普贤菩萨伊就骑一只象啦，各位先生，咱有印象无？所以是咱普贤菩萨伊要骑一只象，象代表着悲愿无穷，悲愿无穷尽。所以大象也是代表着这种意涵。互我发觉讲，释迦牟尼佛来到人世间，伊有来骑一只象来咧，而且个白色的咧，这只象无简单，这只象是啥物象？鸡鸭。各位先生，咱咧象是2鸡鸭尔，伊这只象6鸡鸭。所以各位先生，咱若相信你会当去五圣宫遐，遐着五圣有无？你啊看伊画图，迄象真正是6鸡鸭咧。伊老师讲的象咧，伊就代表道啦。所以圣人，就是拢照着啥？伊无用无常啊，所以照着啥？事啦、物啦，各方面来啥？比如道。所以第35章，老子伊嘛是用安尼个方法来比如道就对啦。各位先生，道是啥？我这故事来参大家分享啦。有一天呢，一个叫做何浩若博士，伊来咱台湾遮这个专题演讲。专题演讲的时阵伊就家己讲伊的实例就对啦。讲有一届英年伊去看着爱因斯坦啦。所以就参与爱因斯坦就伫遐座谈嘛、聊天嘛所以爱袂讲之前爱因斯坦就拍啥咖啡啦，一
请何老博士哦，比较济，啊，交比就来看伊头前，安尼就是啦，啊，两个就开始谈起来了，哦，啊，这何老博士吼，就问爱因斯坦啊，哦，你各方面哦做厉害，我来请教，哦，咱世界当中啦，吼，天上地下有这个上帝存在无啦？现在在讲问上帝，因为伊是基督教的嘛，哦，啊，基督教上界悬的是上帝啊，哦啊，咱遮咧，你有可能问讲，咱有老母无啦？哦，啊，咱有道无啦？哦，是不是都这样，都这样问嘛，吼，爱因斯坦哦，伊就拢无回答，哦，啊嘛是地啊拍个，啊边啊烫的，哦，啊就去看一下，啊看一来吼，的时阵吼，就参物坐，哦，坐就开始讲啦，伊讲吼。何博士，你睇下这个问题真好，哦，啊，我未回答你之前吼，我先问你4个问题，安尼啦，哦，伊讲我这4个问题足简单，哦，咱大家拢会当着，各位先生你嘛会当着啦，吼，啊，你想看卖？第一，伊讲迄放啊，吼，这细只，各位先生放啊是这细只，哦，啊，时间咱放啊吼，有研究哦，1秒钟哦，海300个，各位先生你敢知放啊？现在哦，1秒钟300个啦。各位先生，你1秒钟才海300看卖啦。所以伊吼，迄放啊特色哩，哦，安尼啦，哦，所以各位先生你来看，咱后当去咱困，一只放啊啦，哦，你敢困会去？哦，一只放啊无掠着吼，啊真正无法度困啊，下暗就搁失眠啊，敢是安尼？哦，所以哦，迄放啊很啊，足讨人厌就对啦，哦，足讨厌啦。哦，啊，咱人较爱啥物物件？公鸡，哦，敢是安尼？是啊，咱人较爱公鸡，较毋爱放啊。迄公鸡哦，就是你困饱啊，哦，要醒物件醒啊，伊就咕咕咕，嘛是安尼。啊，一工叫一届尔尔，哦，大家拢爱公鸡。啊，放啊咧，不时不着就拄啊，哦，够讨厌咧。虽然你亲口哦，嘛想要拍落来了对啦。哦，啊，就太讨厌了你。哦，啊，所以吼，啊，因是讲。以前呐，伊个叶啊，我都1秒钟海300个，上啊冲着的啦。哦，后来我说何伯都说别样赢呢。哦，爱讲第2问题，伊讲蝙蝠啦，蝙蝠会晓时啊都看袂着啦，吼，敢是安尼？毋过以前咱飞拢袂去碰着壁，各位先生，你有去想着这个问题无？迄蝙蝠啊，哦，夜蛾啊，哦，伊迄是看袂着的哦。啊，不过了看伊空间咧飞吼，伊就是较细。安怎说就袂去碰着，迄做厉害，因为伊会发生一种声响，爱叫出来了，伊就开始测试距离，哦，啥物所在会回应就知影遐左边，伊袂去弄落啦，安尼有影无？所以你看，讲啊夜蛾是啥个创造才到的啦，哦，啊，搁一种，哦，阮读家叫做红卡，我毋知你叫做啥啦，鸽子啦，国语叫做鸽子啦，啊，阮这个名叫红卡啦，因为伊较红，所以咱叫红卡啦。爱讲红卡吼，是安怎伊天生有一个雷达，哦，各位先生，咱红卡咱知影吼，温鸟，哦，啊，你讲人来放红卡比赛，是毋拢好掠去北部，掠去愈远愈好，啊，这蛮放伊呢，啊，足奇怪咧，因为互我较早还袂请教之前吼，我咱捌试过红卡，啊，有咱捌参比赛，哦，啊，毋捌得顶啦，哦，我这个无骗命面的吼，对我无缘啦，啊，我摕去第8棒咧，我还袂等来到厝，迄只红卡到啊。哦，比如我来速度较紧，因为放应该要直直飞啊。各位先生，啊，你敢有想到一个问题？哦，咱天是虚空啊，敢是安尼？啊，是咱咧不但是了吼，伊才会知影往哪个地方跑。哦，敢是？哦，所以红卡比咱人巧。咱莫讲啥，咱就一个人去一个车所的所在来等了，你就忘记啊啦。啊，当时就跋一倒啦，啊，我买一倒转去啦。哦，敢是安尼？红卡袂呢，做厉害个打伊哦，飘一个，伊虽知影哦，伊有头壳有一个雷达啦，伊知影东西南北一倒啦，伊知影因兜一倒啦，所以就往迄个啥，回家就就一直飞，所以吼，伊就问讲何博士啊，哦，阮鸟吼，红卡的雷达是啥啊装的啦，安尼啦，哦，啊，搁第4种，伊讲我看这个表啊吼，哦，世界上该有名的啦。一粒无几万块啦，吼，啊你啊看啦吼，伊即个表啊吼，一档哦，搁差差不多2秒至3秒，各位先生，一个表啊差2秒3一档哦，一定有够重啊，就对啦，无即个比即个表啊较好啦，哦，爱讲哦，显
哦，就甲讲咱的太阳系就好啊，咱的太阳系有啥？哦，有金星、木星、火星、海王星、冥王星、天王星有无？月亮甲地球，其实啥？绕着太阳走嘛。哦，所以你看，各粒星斗吼，拢有伊个轨道哦。咱这大只地球咧，伊会自转哦，佫会公转哦。公转就是伊会射太阳，射一日。所以咱地球射太阳射一日吼，拄啊一冬。合1秒钟都无差咧，佫前爱有厉害无？爱射偌久啊？唔知几亿万年啊啦，分秒不差啦。伊讲这是啥物人创造的啦？各位先生，这敢是你创造的，还是我创造的，还是咱前人还是祖先啊，佫有点人创造的？应该都唔是嘛？好，感谢咧。这就是脑部的运动。所以啥物叫道？道在天叫天理，道在地叫地理，道在人的叫做性理。安尼啦。就是，所以讲，车斗伊是咱遐坐白相碰。迄车斗地叫做啥球啊，长球啊，相碰啊去了，叫世界末日咧。感谢咧。所以脑部安排较做好势。你该安怎转，该自转的自转，该安怎公转的公转，爱绝对袂去相碰。迄叫做天的地啦。地咧，地理咧。地理足简单，你来看，咱即个菜瓜咧大出啦，敢是安尼？你菜瓜子啊放落，伊就自然就啥？菠菜就怎啊？菜瓜会结出来。你啊洗个，在大肠啊，伊一定洗菜瓜互你食。伊袂讲你洗菜瓜，大比洗空瓜，有可能即个代志。所以叫啥？地下理。你种啥物因，就种啥物果，绝对的就对啦。性理咧。风是精密疗法，管是叫体重有力，迄就是咱的性理，就是咱受兵术一直啊，管就到遐，咱的性理都完去啊啦。所以咱今仔会讲话，会来一班，会啥做一切动作，都前前，无这个性理来带动，咱无法做这一切动作。这就是道，就是安尼。各位先生，对道较知识啊有。所以道，大家拿道呢，你拿道，伊拿道，伊拿道，伊就我道，咱大家拢是道呢。所以道看入来，就是咱的自性啦，就是你的佛性啦。所以你嘛分，伊嘛分，伊嘛分，我嘛分，咱大家面拢就是分嘞。所以不要小看自己呢。所以呢，这就是啥？你讲大象，讲这个啥？安尼。讲执大象，天下王执。各位先生，执就是顾执啦。咱是要顾啥较好啦？各位先生，你即世啦，赚到侪钱的，好，你钱啊顾条条，安尼嘛是袂歹啦。敢是安尼？你讲我咧做大官，我做总统，你就啥？就我来传世啦。安尼迄嘛是你啥？迄嘛是好啦。所以反正咱一世即世人，你是要一钱，还是要一权，还是要一啥？一名一利拢会使。毋过世间钱、世间用，世间无伫个拢无路用。各位先生是安尼。就即个啊，到尾离了，你看我都早当年，无可能啊。毋过咧，集即个物件完全拢无啥，无保障。时间到啊，人财人财，人去咧，人真无，无人情通去讲啊。无要集啥物较好？大道。咱择善而固执，从大道啥？好好的牢的什么把握住。所以中国他讲行之者，即先你讲即之者也。所以就是啥？要咱择善固执，择善固执什么？道。啥物会当无，袂使无道。啥物会当叫歹去，道袂使叫歹去。啥物会当叫无去，道袂使叫无去。知道？这叫执大象。所以各位先生。道化了咱人体，就是咱的自性啦，咱的佛性啦，各位先生。所以韩老先生定定讲一句话，伊定定讲一句互我印象足深的就对啦。伊讲无袂着的想要做啦，无袂着的写修行啦。各位先生，你的佛性你有讲着啊无啦？敢有讲着啊？早就讲着啊恭喜哈！咱敢讲着啊？其实咱就拢无讲着啊。咱的道体，咱的佛性一定爱摸着。你摸着了你会足欢喜。所以咱较常转来，叫做还福音。找你的本体，
所以叫做空空你若保掉咧，安尼，而且啥，诚心保守，保守啥？保守你的魂性啊，保守啥？保守你的魂体啊，所以叫做执，无执袂使咯，过来，天邪天下往，就是讲这个道，像太医讲的，道哪像水安尼，有够老的啦，以易经来讲，水叫做汤罐，汤罐叫做啥？无孔不入，较细方伊把它断了，足厉害嘞，水真正够厉害嘞，迄较早就是条梯花啦。结果去互迄啥咧？迄狗爷蹭开提花已经唔塌，结果咧掠，提花掠是水会放去啊，因规整个人啊，所以有一个农夫看成安尼掠，你敢知伊这是件足稳代的代志？安怎？伊拢赶紧要用拖补，一定补袂赴啊，一直逼去啊，所以规个人拢打掉的啦，有个人拢用迄啥？伫咧喷皮啊迄树啊，我规身人拢打掉的，都拢唔敢讲，唔敢走。用迄无打掉的迄水一直挂，迄天放去了，倒落啦，规整拢用了了。所以拢牺牲家己呢，拢拍皮啊咧，规暝拢无转去，嘛拢无困，就拍皮啊，无伊也离开放去就去了啦。咱半暝迄落啥透早开，当迄这庄脚人，拢去做事。看着哎哟，啥物人啊？你来甲碰伫遮？伊讲较紧的，去叫人来斗用。无即天话去互狗爷已经蹭汤去啊，准备要放落啊。无来较紧来用好修理好去放去规整就去了。所以惊一个往上去叫做人人来赶紧紧离开慢慢迄土较紧的安怎处理开？各位先生，所以你啊看迄道就上水安尼，无孔不入呢。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真的呢？所以你啊看，是人咧办道，还是天咧办道？迄叫人办天做啦。所以你只要敢开口，只要你开口，仙火一定出手。你免惊道无人。你啊看咱前人啊，真该去度迄落啥，去度台风，伊就带来咱王志礼表演师嘛，搁几个潜水员嘛，搁带2个翻译官。安尼我神道遐咱拢无捌人咧，敢名咧？足奇怪前人一挂人入去叫，上要去租厝啦，还是要去要找一个落脚地方嘛。有一个人，就伫内底营业无创啊，就看咱前人迄群人在伫行过，伊是要创啊，就来下手啦，你过来，拢讲英语嘛客官你过来，前日讲来到遮，机会就有人去拗叫啦，这好第一个就是从这个啦，就是安尼啊，咱印度的道务就是安尼开，就一就问话讲，迄个袂使你包租公啦，讲伊足侪，迄个厝的专门咧租人啦，所以免做逐个月就有细就对啦，安尼啦，所以因无用甲伫遐泡茶，讲你睇人这种啊，伊讲你即棍无共款，不一样。就是气质啊，各方面就差不多共款啦。我来请你来请你看安尼来啉茶。所以你看，伫迄个经验啊，各位先生，敢是人就搞。上天安排好啊，去到遐就有人来接进去啊。所以你看，咱去印度第一个人多就是这个人。所以叫天下往。天下往啥物意思？天下甲你人较紧嘞。佛门大开，有名，快来，大家拢来求道。求道这唔讲刷去啊，较紧嘞导入，导入道中。所以叫一首诗啊，这首诗足好诶。伊讲千江有水千江月啊，万里无云万里天啊。这句就是讲啥？咱的内心的功夫叫做内圣的法门。千江有水千江月咧，叫做外王的功夫。我先解说万里无云，上解重要就是这两部分。各位先生，你心中有魂无啦？毋是分别的魂就是无魂的魂是安怎有法度万里天？伊就是伊心中一定无魂啊。所以咱今仔日是安怎无法度人成就，就是啥？咱一定主为开天，天为辟地，因为以降世，来到伫世间今日拄行到69000苦42担，这也叫拢算得出来。
乌云咱8条的，啊，这乌云就咱常常讲的汤、清、气、慢、宜。所以汤、清、气咱拢捌听过了。慢哦，我讲一下啊，慢就是骄傲啦，傲慢啦，哦，天下无啦，天下无啦，我上高啦，我上较强啦，我上高啦，安尼啦，这种骄傲的心呐，叫做慢啦。哦，疑咧，疑上可怕，叫做疑心生暗鬼。哦，所以你咱是袂拢相信讲道经、地经、天命经，敢是安尼？你只要一点点啊怀疑哦，道毋是真的啊，你也毋是真的啊，天命也毋是真的，我讲去了了。只要你有一点点的那个怀疑你免修啊，因为已经啥无信心。所以我就鼓励大家，咱对道一定要100%的信心。安尼较有讲是啥？有始有终，必修修到解决定论，无咱无法度呢。所以各位学姐，咱进无法度万里无云万里天，为什么？因为拢叫乌云大条的。所以咱这边修的这个功夫就是啥？拨云见日。我请教各位学姐啦，准这几日落雨啦敢有太阳？下雨天有没有太阳？有是有，为什么？因为叫乌云长条的嘛，敢不是呢？太阳呢，是乌云的阴影啦。所以嘛，咱今仔日毋是要修自性，自性免修。好奇自性本来无足啊，太着修。好奇自性本来心蛮佛啊，心蛮快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啊，本来就清净啊，为什么还要修？不用。无咱要修啥？云乌云。所以咱真就是叫乌云卡条的，咱叫紧不要开。不要开是做自然的太阳光射出来嘛。你自性现啊，自性现了，你地位来开啊，就这样子啊。所以各位学姐，伊这句诗就是啥开悟的诗啦。所以咱以上该重的要做一件代志，就是拨云见日，心中无云。迄个云半开了啦，你来咱万里无云万里天啊。为什么？各位学姐，你看咱的佛性多广大。咱的自性过万3000百千世界都有自性的，你敢知？整个都是呢，而且咱的自性无来无去，拢无代志。是这个所以你就要去找到啥？你有佛性本体。你唔叫我做啥？万里天，有变那万里天。当你真正开悟的时阵，心中无云的时阵，你爱做一件最伟大的代志，叫做千工有水千工月。啥叫千工有水千工月？水代表智慧，水代表根基，水代表做对。所以只要有缘的人，你就爱讲去那度。你是一条果尔嘛，敢是安尼？一条果了千工有水啊，千万万的水啊。所以只要跟你有缘的，你会使啥？独身一心，爱将遍天下。赶快去做。一个度两个，两个度4个，4个度8个，叫做1而10，10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位学姐，咱1而胜人是安尼啦。本来就是安尼啊。咱本来嘛无遮济人的，敢是安尼？所以是咱单千人，各位点算的努力。伊多怪，大家即开，即开就一班就大班的啊。迄是咱搁有一个高一班的啦，菩提心会班的，啥物班的拢分开呢。各位学姐会记无？咱甲咧开班拢偌济人，这间底较低呢，敢是？你若你参我别者，你就知影咱较早拢捌看到景啦坐到低呢，真正呢，坐到后壁拢无路呢，后壁泉水因要坐也无路呢。外口拢排到拢6个，拢伫窗仔门遐咧听呢。有无？咱个景会记咧。所以即摆有学界的，有啥物的，遮咱分一个高一班，分一个菩提心会班，分一个咱老人班。咱老人班无敢是安尼。所以看看，所以老人班到这个道理人听啦，少年班无这个道理人去听啦。所以嘛是袂歹啦。所以你看，一个建议了带动咱几6千个人出来信靠所信，是毋是足不简单？叫做啥？千工有水千工月。毋是咱台湾咁尔咧。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大陆、香港，有无？真正千工有水千工月，咱是传出去啊。各位姐姐，会记哩，到咱的身躯，这道传到咱的身躯，咱袂使
85。啊，现在咧，活到70岁，平均年龄。啊，各位前几天吼，我出几张啊？各位前，啊，你出几张啊？你感觉伫遐讲这哦，我一个前前80几讲，哈，啊，我无4、5、6届啦，我有恐怖啦。哦，是咱来使讲，我出几张啊，爱较紧跑起来。啊，无真正咱无偌济时间通去换咧，真正咧。哦，你嘛讲这你完成去阵好啦，我要来拼啦，我要去国外开放啊啦，我要安怎都袂。各位前前，是不是这样子？真正咧，所以咱去骹会行会走，哦，会当自理，各方面拢做好势。哦，安怎？咱有法度跑去一路去跑开。哦，啊，所以你讲我就达到啥？千江有水千江关，万里无云万里天啊，啊叫做天下乌。哦，你是要对台湾乌尔啦？哦，咁尔咧，而家天啊，哦，200几国家吼，拢有法度做，去一路去做就对啦吼。啊，讲往日不害，就是讲你由来修道，绝对无害的就对啦。哦，各位先生你要看，咱阿伯修道进行，甲你修道后壁有啥物无共款？真正很大的改变啊，是不是这样子？哦，真的啊，从我来讲，我阿伯修的进行龙溜莲呐，哦，这老人家也讲这个话啦，龙溜莲听着吼，无所事事啦，啊，就上班趁钱尔，啊嘛真稳的，哦，啊，就平两万对人都无平等的，哦，龙溜莲，钱咧，钱也无较济啦，哦，啊啦，迄个钱吼，永远都无够开的对啦，哦，啊，这穿到了咧，各位先生。人生大改变。你较早讲要叫我开车讲课，无可能的代志啊，拍4、5、5万较袂使。真的啊，哦，伊咧随即伊就知。你较早我吼，迄大自卑咧，真正咧，我足无勇气咧。哦，我做内向的，对啊，查甫人嘛做内向的。哦，高中迄阵哦，我还记得，我参加一个啥救火团的活动，啊，10个人一大堆，一堆啊，而且伫咧草皮啊，啊，要做啥？自我介绍了。简单无？自我介绍就简单对无？哦，我伫我边仔迄个开始自我介绍啦，伊喜欢啥篮球啦，啥，讲，啊，我迄阵哦，心脏砰砰，啊是安怎？紧张啊！哦，啊我紧张定哦，草咧揪，头前揪到吼，规个拢无草啊，对啦。啊，揪到我的时阵哦，我是陈友宏安尼啦，草爱揪无去啊。啊，你看我迄阵的我是安尼。啊，这个我哦，结果我甲大家这个我惊死人嘞！啊，我这就是啥，上天造化啦。分堂有互咱这个空间甲时间来啥，来做了完做学习。咱较有这个机会人进步啦，会显现，所以是咱来感恩。感恩。我明咧，啊，熟悉的啊。哦，所以你看，咱这场咧修道咧，绝对有好处无歹就对啦。哦，啊，所以孙子老大你看来讲。入果门不平，出果河不腐，就讲你只有来，保证你也袂死的。哦，当然啦，你若讲吼，我要欠到买一间厝吼，这厝开到够悬的。你听我唔知啦，阮大家吼，较早一间厝拢700万，就买叫10个平了，这拢千外万。哦，啊，你啊看，咱若一个月你啊3万块，你要买一间厝1000外万吼，啊，2万你敢有买着啊？啊，我偌困难嘞，1000万一个月3万块。各要说，各要顾3囝4囝吼，你看敢有法度？真正无法度呢。所以我讲吼，这个少年足可怜的。我恁阵买厝一间100万、200万就顶壁去啦，现在千外万，是不是？啊，所以你看，你讲你自由来是道，绝对无你要着，哦，袂是袂互你做着，哦，啊爸，保证啥？有钱人互你趁。所以各位先生，咱若要趁钱吼，我是讲讲要趁钱啊，真正。这华宝加加报过啦吼。小户靠手啦，中户靠头啦。小户靠手啥物意思？就讲啊，我都无啥物专长，啊，我咧上班，一个月领2万块还是3万块？哦，我有一个问题吼，常常想足久的，是怎问啊？各位先生，咱你阵是面我领3万块，我阵咧上班，伫咱工作咧做店啊，一个月就3万块咧。啊，这个少年啊，紧嘞，嘛是3万块咧，3、4万咧。啊，这个3万块是足好用的咧，讲起来，啊，这个3万块咧，这个换了万仔囝就无用，这个换了万仔囝就无用，无够用啊，真正无够开啦，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吼，咱既然讲要小户可以啦，吼，就客气啦，你上班3万4万安尼去啊，安尼啦，哦，小
外啊，无法度好趁无。比咧上班吼，就3个月就好趁啦。是不是中户靠头？好，各位学姐来啊哦，大户靠什么？靠头，不是？靠天呐！你若真正要大富大贵，你要靠天啊！你若天无做，你外讲嘛，你要到富就无法度就对啦。真的咧，互我讲一个实例啦。咱学校吼，较早就是一个工名叫做严明庆爸爸啦，哦，严明是爸爸就对啦。你敢知迄阵吼，差不多40公有无？哦，伊就参咱监理哦，去开阳市甲公安妈来找伊啊。迄阵咱台监理只是咱周监理，讲啊，咱国外拢无读啊，无读书咧，咱周监理无第一句话。是感谢慈悲，帮我派的人才招者，迄阵人才少的，所以打招一个天道尔尔，就是干领袖，两个拖来落去，迄阵咱要出国嘛足困难的，因为用好迄个摆设嘛较足复杂的啦，迄是慢慢来较开放，所以咱会当观光地，迄阵拢也袂当的，哦，啊所以迄阵签着3个月，哦，啊所以哦，因咱啊就出去就是3个月，拢无转来，哎，啊干领袖要做啥？你敢知影？做干嘛的啊？搁袂啥，白了米粉，哦，统一白的米粉。伊个米粉是一袋2袋，毋是呢，是规数斤个100几包迄种的啦，哦，做中盘商啊，哦，啊你敢知伊出去3个月，伊妈妈因某啊，爱顾迄干妈店，啊搁哪照顾5、6个囡仔，哦，就平均兄弟姊妹就对啦，5、6个拢因某爱顾就对啦，一个组人呢，爱顾遐，啊搁米粉呢，米粉伊无路赚啦。所以人啊讲啊，某女人啊，我要离婚呢，伊讲拜托的啦，阮翁无伫的，你家己载一个，我做人无法度的，啊，难怪讲无法度爱送，哦，啊，这生理人送你要倒位啊，无爱啊，哦，你也毋知我你来我去北京哦安尼，结果你敢知？今仔日伫遐办啦吼，所以互我毋知讲，咱是真哩讲一句话，一个人才一定爱18般武艺，该用啦，逐项拢爱会啦，安怎讲？哦，迄今仔日大伙仔讲的，讲伊去遐第一找就找好啦。哦，第一人做啥？迄个租厝的人。第二去买家具，讲你一届去买椅啊，想要买这椅啊了，一届拢买1条尔，敢买2条？为什么？叫你1条椅讲的，吼，椅啊未买了，迄个倒来啊，对啦。哦，伊就是安尼办的啦。啊，即摆要办桌啊，去买花，买花就办啥啦？倒迄地花的啦。哦，买果就倒迄落买果的人。啊，即摆租地是毋是大概会使转来？各位姐妹，咱知影新加坡三藩市开车无共款哦，方向不一样哦。咱这是靠右走，伊是靠左走。因为按道路是这嘛是对了对啦。哦，今日起了学早会开呢，我无你太晓讲啦。伊讲太早啊，白去吼，我就甲开啊。啊，平常拢啦，载德兴来求道啊。即摆载德兴来求道，来开始哦，先来挂号。嘛是伊，就载德兴来伊啦，多人伊啦吼，啊载迄落啥，哦载人来伊啦，来咧，挂号来伊啦，小标本来伊啦，来开始办道，啊办到一个要怎办啊？啊一个点办书啊，一个人才要怎办？伊讲照办，就伊做上咧，啊画好，写俩画，完了就对啦，一个人包办嘛，啊咧3位、4位、5位、6位，通画，一个办下个就对啦，啊就厉害，真正有够厉害。哦，即摆都办了啊，工商部，伊飞去台下去工商部啊。讲了啊，伊交代吼，咱就周前人来，请周前人来准备开始。哦，伊就留意啥啊？去厨房煮物件，煮点心，煮皮蛋的一份，一点心。啊，即摆啦，煮好了，就啦，真侪就讲好啊。哦，啊就饮困，天分来哦，大家食食的，点点食食的，伊搁开车搁送伊转去安尼，过节节。啊，我业我这是开18般不止啊！哦，好厉害！啊，真正说咱人才18般武拢会咧，你讲我遐上尾了，我袂下咧，我操啊，想咧特别一个看面啦。你在讲我一样就对啦。所以说因就是安尼办到的啦。啊，所以迄阵开放了吼，转来3个月一定到，转来，无转来袂使啊，伊签证时间一定要转来。转来了，安怎？1、200包的米粉拢生产啊。哦。去了了啊，你讲生产，因为米粉啊，要当放3个月尔。哦，啊，伊迄个进是拢进货啦，所以拢超过时间了，米粉拢生产。哦，啊，转来了我惨啊！啊，你啊是办做办个啦，讲紧，看过来来，这处理条要记新嘞，哦，要是来个。啊，所以你看，人家咧因为着有牺牲互咧拍拼的，
卖去，趁偌济？伊讲拄仔进眼睛里咱大爱间厝啦，哦，我估计至少也500万啦。各位先生，大陆靠谁？天啊，靠这个人收入啦。我讲天啊，你也要搬哩是几百万的，几千万咧搬咧，是实的啊。啊，这问题来啊，各位先生，天哪要做你啦，够晓未？啊，咱这地人他要做伊，他无爱做我啦。哦，咱地球60几亿人口啊，是安怎伊嘛无要去做你，就要做你。足简单的，你先来做天嘛，天就做你啊，是不简单？就那时候你去天堂上班，哦，啊上班无时间到就挂薪水互你啊，不是这样子吗？啊，就自然的嘛。啊，你为上天办事，上天就做你啊，就这样子。啊，上天要做你哦，我讲，如果人花百万1000万买，300万就卖互你统赞，你就扣掉了，咁样咧，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讲袂使，保证袂使，顺势了，你若出国好不负啦，你也无入来收到的，也袂偌好听啦，咁是安尼，你过啦，咱过日子啦，过面啦，啊，不过你会当小干领一届500万入来，多可能嘅代志，咁是，所以我哋不害，安平泰，安就是无事啦，就讲咱今仔日这个代志爱心安理得，各位先生，咱这上面是代志心安理得，请靠寿心，心安理得，你有感觉无？我较早会记得还袂清到进前迄食鱼啊，食到心不安理不得呢，真诶，因为伊饲起来你过着遮啦，敢是安尼？你袂记讲阿去有饲钱过着，你感觉吼？真诶啊，我一工啊迄个上休，我若20-30担，嘛去有鱼饲过着啊，你都无食鱼啊，要鱼饲，袂你食鱼啊，食去过着啦，过着要安怎？人讲我吞一米饭团吞落去啦，一个吞得愈严重，吵得愈深啦。一个就讲你去人讲话，我不付啦，有无？我付咧，一杯啉的，无感觉，搁一杯，连续啉3杯，啉袂落来啦，饱啦，3杯啉3杯有啦无啦？到尾安怎？去找迄牙膏店，找来见开无伊啊，大家咱来好整点伊咧乌叫嘛对吧？是心不安理不得啊，所以祸水更影响，也是天靠寿心，绝对袂去有过节，这是。也是心安理得啦。而且咱食菜拢不甜啦，免就讲我食半斤就要用8秒，食人1斤就要用10秒，唔免安尼，心安理得。赢咧叫做顺利心平气和。就讲咱处理代志，啥物代志大项的时阵拢是心平气和，叫做满园通他，一点不陷。来应对的时阵你逐项代志你会当处理到非常的顺时的对啦。再咧叫做升华，要怎升华？我搁来讲一个故事啦这个故事就是当时卢先祖来度何仙姑，安尼啦。何仙姑迄阵修养足好个啊，三道经典拢足摆个卢先祖知影这个啦，根基足好。所以伊就条当地度何仙姑所以你看八仙拄其中一个是昆德尔。讲到这，搁一个研究出来我就跟你讲，你看咱台湾拢是昆德特别多，客人拢较少，咱这番来算足济啊。去香港，你敢知影？要到50个人，49个拢昆德一个查甫尔。你查甫就讲伊足歹势啦，讲无要紧啦，我嘛查甫你，查甫咱是有缘啦你较紧嘛啦，所以现在，各位先生为什么这样子？这叫做昆德应运呐。无你看64大组，遐济个70几尊啊，拄一尊昆德尔，其他拢天德，敢是安尼？拄输过人代志，其他拢昆德呢，遐拢天德呢？为什么？听讲昆德是骨肉之体，所以要修成正更较困难啊。可以是古早时代啊，这无共款啊，这三条普渡，只要受名字一去了，地府求名天堂挂号，太迷信，大家嘛信。所以这叫做昆德应运呐。无你看古早时代八仙啊，8尊呢，拄一尊何仙姑昆德尔，其他拢是天德呢。所以我建议咱昆德爱好好把握这一次3草普渡的加持。这届也无
啊，再叫阿兄啦，吼，这个人叫阿兄啦，吼，叫阿兄，啊是啥物代志啦，安尼啦，吼，甲就这件代志哦，和成哥讲，和成哥讲安尼，阿弟啊，你也甲这休息，这我来处理了，安尼啦，哦，啊这卢先生来讲，来，我要写4啊叫，哦，你有看，哦，啊和成哥就讲这4字啦，伊讲富足住豪，家和善，地进雄强，哦，顺气通，有利和睦，消毒业，家有面车，化气财，哦，卢先生听着够赞的啦，这大人啊，就讲话吼，客气就出来了，对啦，哦，别人各位先生你要看吼，你也去参一个无求道的啦，吼，无咧听道理的啦，各位先生你参伊讲话足点的啦，因为你讲道啥伊听拢无，我讲真嘞，真诶咧，会客气啊，像我较早咧读易经啦，吼，啊，我讲的内底地都拢易经啦，啊，就2个坤道吼，嘛拢研究易经啦，啊，这摆转去吼，因为菜市啊，都隔壁都卖这物件咧，啊，有易经就遐讲啥，讲易经啦，哦，讲啊，你都讲4点外钟啦，边仔一个太太在听，你个无读易经的啦，啊，你嘛足厉害咧，我咱伫遐听4点外钟啦，好奇怪咧，啊，你到底讲啥讲4点外钟，我人听拢无啦。迄个就是，就是我不投机啊，办事多啊，咁厉害，啊，咱大行个哦，讲得讲啊变去啊，咱讲啊欢喜甲，你讲易经讲啊欢喜甲，爱迄个话，你听无就听有出息的。哦，啊，所以你看，有钱做嘛大行个，有钱讲嘛大行个，到这个哦，你看，这信息就造出来。啊，就是大概意思讲，富足住好家和善啊，咱家庭啊，要和乐，爸爸一定爱煮爱鱼啊，是大人啊，是咱头一种囝。啊，囡仔一定要友好是大人，这上个基本的。哦，各位先生是安尼。哦，啊，你讲我爸爸妈妈无钱，我免得友嘛，我就跟你讲，加大我人，加讲我课，加做代志，我是无意思，这个功德拢会互恁的爸爸妈妈，啊，你嘛是友好，哦，咁是安尼。哦，是这个啊。啊，我是咱交代一个哈，咱若要念经，若是大人，若是要回向哦，你就该做回向的动作。哦，你马上无回向哦。你讲啊，我爸爸会收着，我妈妈会收着，你无回向，你免我收着。哦，咁样。哦，包括咱迄阵是伫疫情的时阵，大家拢伫厝里念经，念经到尾一定要有回向。哦，我讲来吼，现在做一个交代啦吼，就是讲不管你是大人啊、大贵人，还是讲有啥物大特别回向，哦，你就要双手合掌，哦，讲老母慈悲，哦，迄个地主还是信徒我今仔大一个讲着，我袂回向我的爸爸，还是我的妈妈，还是我的阿公阿嬷，敢知影？哦，你一定要讲我讲清楚，因为你有功德了，你要回向啥吼？讲我清楚伊较得对。哦，啊你若无回向诶，各位先生，一对袂对？为什么？因为咱这无形的空间做一个无形大德的，咱看袂到尔，做这个。伊会使哦，讲着来啊，甲去抢，甲人去抢。哦，这个比如啦吼，就若是讲妈妈煮定做好的物件，做好食物件，你若感觉倒顶咧，恁兜无6个囡仔，饲我来吼，准备要抢要食对不对？你讲别动哦，这个爸爸食的哦，你就拢别动啊，是这样子，就是你要交代嘛，哦，啊你交代，我囡仔唔敢动啊，啊咱爸爸会食囡仔好了，来这人一块啊，我叫互因食，哦，啊咱回向嘛是安尼，哦，啊佫有一种回向唔好安尼啦，无安那你毋知啊，我回向给啥？3000代先世界的师傅啦，无形大德，各位先生，无遐伟大啊，你嘛我甲遐大呀，敢知？哦，因为你有可能10分咧讲着尔，啊你要互啥啦？3000代先世界，啊是讲分，我嘛分一点点啊。我一个比如啦，就咱是讲我一个大饼有无？有我咧做饼，吼大饼1斤的啦吼。哦，你要互1000个人食，各位先生会赔3斤的。大家都我你这回啊，哦，敢是，啊你讲我这个大饼切的，哦，啊我要互啥？哦，我要互爸爸，爸爸食这个大饼就足欢喜的，敢是，都拢伊的啊，安尼会晓回向的，我看到咱做一个回向，啊咱就安尼回向，你就爱啥？指名道姓，我没有啥，伊就得会着，哦，啊所以这个啥，老爸一开始我是啥，互你这后一组囝，啊囡仔一定爱啥，友好是大人，哦，啊所以咱爸爸妈妈佫伫咧，哦，上较重要，一定要带伊来求
哦，拄啊要去郑州，啊，买啥物音面啊，讲哦，无有去郑州，去啊，有甲因遐护士办，我去帮办。你感觉因遐工作安怎代工？哦，一跳到二个龙拐吼，拐做因遐红点，因遐代工较好的，安怎讲你敢知？迄阵我过啊，讲甲大家目屎咧流啦。伊讲你就想要做好无？伊讲有，伊讲有，毋是用嘴讲的，他是实地去做，边仔做？因讲过日到啊，大家拢倒去，倒去了甲爸爸跪下来，甲爸爸洗脚，了，甲妈妈洗脚，因的要求就是安尼，实地落去做了所以因讲成为一个族群就对了啦。这摆大家就转去啊，伊族群我今日准备好啊，除夕夜时阵，我要甲阮爸爸洗脚，要甲阮妈妈洗脚，要甲阮阿妈洗脚，可是咧，唔敢做。各位先生，今仔我叫你去甲爸爸妈妈洗脚，你敢袂？你爸爸妈妈可能爸爸要来，你是欠钱啊，欠偌济钱讲得啦，我讲你安尼，你真正做呢，有一个叫碧玲的，碧玲的小姐，伊就是迄个护士团的负责人。你敢知伊有就要做一件代志，爸爸妈妈洗脚，就伫遐想，我等下是要怎跪落啦？敢知打想着讲我要怎跪落啦？伊偌厉害，你敢知用咱做少的礼呢？就做伊跪，就真正跪落呢。伊要跪迄个，你敢知伊学偌久讲学100分解啦？时间才会到嘛就伫房间做伊跪后头当做伊爸爸妈妈。妹妹就讲姐姐你用啥？来，咱两个，你洗爸爸，我洗妈妈。来，咱要看要哪跪，就做伊跪，讲遐学练这步是100几届啦。面头水一定囥伫边仔插好势啊，安尼啦。即摆就除夕夜食饭饱，足紧张的啦，插妹妹就出来，就爸爸妈妈坐伫遐，就真正就开始画，做伊跪伊，就跪落啦，跪落了就去啊，面头水就拍来啊，拍来就讲爸爸，你。加上我呢，今天到了，今天已经不过我都看影片，我都细说都资讯对不对？你我到了咧，天空西妙，看你要看什么节目咯，看美国的，看韩国，看什么咯，点就到。安尼是叫天空西妙就这样子。不过咱这我是台湾的用钱啊，因为咱台湾机器台嘛，咁样咧。咱的发声呢，唔是台湾的用钱啊咧。是3天大千世界，不管你讲地甲嘛有，天堂嘛有，3天大千世界统统有。你有看过无？真正有看过。安尼咱就是有敢认识啊，所以讲心如异空啊，是安尼，所以个形容迄个就是共款。所以咱唔免讲我去大陆我就做我就是去，我去香港就炸我就是去，免遐麻烦，因为拢不满这个时空通通有，而且伊是无来，嘛无去。伊本来无叮当的啊，本来清净的啊，所以他有来有去，无来有去，第二嘛，都讲这观受不在内，不住中间。伊讲这个鬼神，本体到底多是倒啦？各位先生，咱本体多是倒？我拢会去思想这个东西啊。咱受名师一记了，都是前辈才讲，咱就是到底玄关，对，到底玄关无唔对。毋过老师讲一句话呢，打开玄关。啥？见真我，执着玄关的跟人走，忘了玄关的已成我。各位先生，太讲句话，因为伊传这个互还互咱，咱执着，你若执着又跟人走，我讲咩呢？无你啦，放下玄关已成我，就是你莫执着，把它放下来，因为咱的自性，伊无伫内底，嘛无伫外口。嘛
啊，是讲我一个对，啊，伊讲爱啥物物件？哦，啊，那是会是贵啊，啥物啦？哦，我知，迄个自信，好先生，敢是安尼？啊，你来讲无名无字，你个自信，爱了解无？因为咱自信无名无字啊，他什么都不是啊，佫伊个真空，佫会生妙有啦，哦，就是这个物件歹讲就歹讲啊，对了。哎，哦，啊，所以你看，哦，他就是这样子，哎，好啊，所以哦，你若讲伊是自信，把落字怎么讲？文字下啊，啊，你若讲中，中嘛是咧讲自信哦，各位先生咱知哦，哎，哦，啊，所以不是文面的国经文理，你把它讲自信，哦，2秒隔了3秒3步，第个你把它讲自信，反正自信伊的命有够侪就对了，啊，就是讲咱唔通去主导，因为本来无命，哦，啥物叫本来无命？我做点理论，你也比如我就叫你出用方法，咁样咧，哦，啊，搁是我出世的时阵有命无命，本来就是无命。哦，啊是阮爸爸，是阮妈妈为着讲哦方便叫我，而且去找算命先咧，哦摆四条摆白咧，吼，入水咧土，啊这个欠水啦，哎，而且然后回到成永红，我就这样子来嘛。哦，啊你看互我迄个用啥物用你敢知？啊，应该是永远的用啊，我是3点水的用咧，有感觉无？啊这永远红大米做好，它是个3点水，因为互我命中欠水啦，就是无智慧啦、混汤啦、憨慢啦。哦，打我了，最加了，我加啥了？我苗有难伊嘞，哦，啊所以你看我苗好，我讲话你听，你得要拥有智慧，看到永远的弘法利生，哦，你看我苗够赞，苗够赞的，你不会3点水就无法度你，敢怎样呢？哦，啊所以哦，哎，来嘞，观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哦，这长久做后面不出现。不说，既无莫无，迄个啥本来就明悟这个东西。因为咱的自性当中哦，伊无习惯，嘛无不习惯。因为绝对会变到习惯，较不习惯啦。哦，了解吼。所以我感觉咧讲啊，有一个浅浅的花问。讲啥物叫习惯，啥物不习惯？现在自性太无迄个物件。哦，我嘛做歹去谦逊的咧，啊，我想着自家啦，自家谈咱分享啦。哦，我就讲哦，咱的自性哦，就是哦，易经的无境。哦，易经的无极离太极嘛，太极是两仪嘛，两仪生四象嘛，四象生八卦嘛，八卦啥？哦，现在14卦，14卦384爻嘛，所以咱即个拢换个384爻啊，所以咱即个这边等于啥？无极，哦，啊无极就是空空洞洞，哦，啊所以你讲有散卦，有散卦，你叫两仪，是不是一个仙啊？一个恶啊？一个散卦，一个不散卦，迄叫两仪啊，迄就是啥？就是无极啊咧。无字是空空洞洞的物件咧，哎，啊所以一动了咧，就变太极，太极变了咧，只要有一个阴阳，有阴阳，只要有一个邪观，它就会不邪观。所以只要道就邪观，就不邪观，哎，拢参啥？为成本咧，搁就方面。好，安尼有了解无？哦，所以话，所以哦，咱今天爱去做济就对啦，无你就知影咧回答个一句话无，即句讲袂通，我无嘛即句，即句讲袂通，无嘛即句。到尾啊，经典嘛请出来啦，金刚经嘛请出来，标语嘛请出来，啊，全部都是要请出来，大拢请出来啊，安尼啦。哦，为什么？该培兴为师的哦，一个啥？一个传道士啊，还是讲哦，迄个工书啦，你就爱具这3个工，传道、授业、解惑，就是讲所有人的啥问题，你拢我一一把它解答掉。哦，现在呢，咱就是爱具备这个工夫嘞，今天，哎。我了吼，一个吼，啊啦，我就看伊哦，会使啊，应该会当参考啊。哦，我就亲袂落啦，奇怪了，太亲袂落啦。哦，我迄阵做高阳的领人，哦，就亲自去斗拜访啦。哎，我讲你人啊，哎，我看你境界会当参考啊呢。讲领人啦，有啊，我参考，我是安怎哩啊？哎，哦，就开始讲伊生活话啦，讲哦，迄运动做麻烦的啦。现在吼规矩有够济啦，济吼，叫咱翘骹啊。当安怎？袂当安怎？你来讲咱运动吼，哦，足结束呀。各位先生，你有感觉了无？哦，良心话哦，有人加减啦吼。哦，啊伊就讲哦，迄个啊，几啊，迄个啊，带去做济人讲苦诶，伊讲无诶，送包我买油油安尼个，咱袂穿到之前都有这些，哎，各位先生，人啊，安尼来问下你咱看伊时间，你时间你看无掉，或者跟你讲。袂深到啊！伊的性格你来破掉呀，
由你哦，哪有380几届？人家加讲500届啦，过前你届这个这样嘞。250。哎，啊，我讲咱道中啊15条有几尔？15条500届，你我猜啊济。哎，啊，你是要收500届，是要收15条有几啊？你听讲哦，那就差400外届呢，哦，差足济呢，家己搁咱送来，你感觉好水？哎，啊，这摆吼，就大家讲好啦，15条尔吼，无要紧啦，哎，嘛500届就好啦，哦，啊，收吧。哦，啊，是不是嘞？啊，你就爱看伊叫啊，你就看伊收价啦，我就看伊收价，伊来做伊来不可能嘛，哦，是不是？所以咱刚说哦，还有这个真的智慧，然后反应该做硬的对啦，因为去做家务哦，你无可能讲我各条这各尊比比的，啊，我来边啊讲，是做讲，哎，去做家务无做好你做笔记啊，无做好你那个做草稿啦，我来要讲啥？无啦，伊讲啥你瞟一个字，讲啥瞟一个字。你拢无咧思考，迄真正，迄真正用佛性咧讲话啊，毋是你咧讲话，真正就瞟一个来解决你代志咧。哎，就是咧，哦，因为生活拢过得去，啊，生活过得去哦，伊生活听着伊讲啥吼，伊就来啦，即个你听他讲，啊讲着接住伊的情况，搁来，我请教啦，就这样。哎，真的，哎，好，啊，所以你看，光法不得善法，不得不善法，知吼？哎，所以修行当中。伊嘛无仙，嘛无福，嘛无是，嘛无非，哎，嘛无官，嘛无偏，没有，因为这对待的就是啥？哦，就是对待法，不是这究竟的哈。好，所以时日不久见，听日不久闻，哦，所以哎，就讲你看袂着啦，听袂着啦，较简单啦。哦，啊，各位亲人，你若讲课，讲我你看啥物来听？我拢会讲一个故事啦，吼，哎，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较早四座德行哦，啊啦，去游山玩水，哦，看着自西东来啦，山遐大时阵吼，一个道气足强的就对啦，哦，啊就行吼，啊左经过啥小路，啊看着啥了啊，一个庙司啦，安尼啦，哦啊四座吼就是你也问，请教一个吼，师傅啊，比丘啊，哦，恁遮有修道人无啦？哎，伊讲，迄个师傅啊，比丘比丘啦吼，啊阮大家出家嘛拢修道人。哎，四座讲敢是，注意听哦，敢是你出家就修道人，伊不甲你讲，还是我讲出来啦吼。敢是吼，哎，是哦，我无感觉有啥修道人。啊，阮后壁吼有一个吼叫做华罗禅师，哎，啊人叫做南罗，是安怎讲？伊就坐伫遐打坐啦，哦，啊嘛去放去边，无咧用啥，啊人家过吼，你甲打招呼啊，伊也无要插人啦，安尼啦，哦，啊袂是足大地啊，你共款啦，所以讲足奇怪啦。所以讲叫难容啦，哦，啊你唔来感觉咧找迄个啦，哦安尼啦，如果唔安尼这个款咯，哦啊所以四座咧就搁行，哦去等下这个华龙禅师啊，就是在遐打坐，哎，啊打坐的时阵哦，你打招呼也无去插人呢，哎，四座咧打坐也无爱插人呢，伊尾啊讲，哎，禅师啊，你是遮用啥？啊就对啦，哦，啊这个华龙禅师听就讲，有人咧问伊哦，伊讲我是遮关心。安尼啦，哦，啊，四座就是讲欢喜何人，心喜何物，哦，大家讲话就是安尼，免坐啦，2句仔尔，话筒就坐袂着，爬开啊，哦，何人，啥物关喜何人，心喜何物啊？哎，哦，伊讲请教一个吼，哎，讲咱附近遮有一个叫做啥道信禅师，你嘛敢捌伊？哦，啊，这个道信禅师啊，伊讲哦，你找了啦。哦，这个人哦，道高望重，哦，地位大开，我想要来啥？哦，拜伊为师。哦，啊，迄个师祖就讲，平真就是我就是就对啦。我讲啊，你哦，哦，我真正哦，踏破铁鞋无觅处啦，你家己走来，哦，足欢喜的。哎，啊，来，哦，我要一个草料，来，我要泡一个茶咧，我来招待一下。哦，你从伊去啊吼，啊，咱呢度吼，拢土瓦，迄个啥，土瓦地嘛，啊，就好过吼。货马塞桥，大鬼拢会卡好嘛。四道看就，也惊了对啦。哎，阿瓦龙禅师，你还有这个吗？哎，安尼啊，哦，啊所以四道看咧吼，这个吼，哎，啊就去啊，去到一个寒舍吼，哎，就准备咧招待伊啊，哦，啊四道就先坐，哎，啊坐了吼，瓦龙禅师就伫旁旁的，嘛要准备咧坐边啊，上去聊天啊。伊要坐落进前吼，四座就是吼，就伫咧椅仔顶吼，就安尼小一忽咯，哎，
而且咱刚修到了。是，谢谢哥头。我来讲，无条件咧，较是真正修道啦，知道吗？迄较是真正咧追修的性的就对啦。你无条件都不修道，骗各位。哦，所以咱咱袂无条件的，较紧的，你请教你点老师，啊，变咱无该无袂着，哎，绝对无袂着啦吼。关系何人？什么人看？你自行咧看，无你敢会目睭咧看咧？无钱者，咱即个像你咧看无，我咧看，是你目睭咧看，是你自行咧看。自行咧看，我做一个比喻啊吼，像咱这电话对无？是下倒，哦，啊你若切落我咧，我就欢喜啊。所以本身下倒，伊就要经过电过伊才会倒，啊明呢？咱目睭本身在看，伊就要透过你的自行伊才会看，啊了解无？安尼是目睭咧看，是自行咧看，是自行带动你目睭咧看咧，了解吼？哦，所以咱若学唔知安尼哦，啊就去了了，要查出来。哦，啊所以关系何人呐？你的自行咧关呐，哎，是我打错，我就咧关，那是关啥？哎，心是好稳，你的自行是啥物物件？无形无相啊，要来讲会出来。哎，啊无要关心啦，无法度啊。啊，哦，啊，所以吼，即个故事吼，哎，就来讨论到遮啦，后面时间我来讨论到啦吼。哦，啊，所以你发现看袂着、闻袂着、听袂着，毋过咧，借着啥？借着即个典故，咱慢慢去体会，因为这个物件就是家己去悟啦，家己去报啦，哦，啊，家己去啦领会啦，哦，倒一工后你讲，哦，我知啊啦，哦，容易啦，哎，真正稳工的啦，吼，好，够了。哦，尤其不可信，就是讲哦，伊安那倒个物件讲袂出来，安那，毋过咧伊用出来咧，千变万化。这个红字这边流行，什么叫流行？东西南北上下叫做流行。所以红我们讲上天大千世界拢播放整个佛性本体。哦，关就这世俗理论转落来咧，多关就咱的玄关。哎，安尼有妙。哦，所以你看这个物件研究袂了啦。哦，啊，所以咯，咱大家啦，继续努力啦。哦，就是研究袂了，咱到时阵继续研究啦。啊，无你若研究袂了，讲的一条线，敢名咧？哎，啊，所以吼，像阮这班吼，一个人单较一届机会尔啦，吼，啊，所以感谢大家吼，今仔报时才是时间，原来也有关系啦，吼。啊，所以做水普及，我今仔做水先流花，大家前人后前人快点多多包涵。就总之大家一切成功，万事如意，我 OK，大家现在。玄道鞠躬，坤道鞠躬，三位努力参加。向目前人感恩第班致辞。请讲诗慈悲，乾道恭，坤道恭。坐下。好。咱敬爱的前人啊、副前人啊，以及各位点燃师啊，咱各位助理、各位领职啊、各位团主、各位前贤大德哦，大家午安。掌声午安。哦，咱今仔日呢做难得哦，会当讲一档世界的青少教育班哦，啊，所以呢，哦，咱王经理呢，哦，带领了咱这团哦小破水哦，咧学习道德经啦吼，啊，所以大家不足，互我嘛是不足哦，啊，所以中华义今仔日互我要向各位来学习道德经的第35讲，叫做大长章。哦，啊，所以咱有遮好因缘呢，拢就是针对咱天本师德，甲祖师风祖，咱师尊师本的围绕大人的大本大德，甲咱前人以及各位点传所的传法，使咱有遮好因缘，来研究道德经啦，吼。啊，道德经呢，伊全部经过81章，81章我讲2字尔，一字一道，一字一对，就讲道德啦。
所以你会感觉，伫个这到这个下晡嘛就是讲道，道是啥物物件？无名无形无相，你望袂到，看袂到，听袂到，所以做歹去迁顺的就对啦，毋过歹迁顺嘛爱迁顺，歹讲嘛是爱讲，为什么？因为呢，过不大不响啊，人不款不贤啊，所以咱这看会到的足简单的，各位先生，你敢要相信？像这电脑内底有啥物啥物软体啥，这看会到的当做好研究的，毋免偌久人去讨啊，就我8个较厉害啊，我迄感觉看迄手机啊，搁举一支手机啊，这路有安尼，拢看挂一个手镯尔咧，喊一个手机就走出来，你敢知影？真厉害所以这就科技啦。咱这无形无相的自古以来，自啥6250当的时阵，互伊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观鸟兽之文，尽取之声，言取之物，始作八卦。所以我伫6千几当迄阵，互伊圣人，伊就是啥，在研究世啊，在解说什么叫道啊？迄阵是叫做道，无迄阵叫做啥？叫做易，易经的易。所以互伊圣人讲的易，参咱讲的道是共款的。各位先生，名不共款尔，其实伊就是咧讲这他会讲这个道，因为到咱这差不多2500几当的老子就是《道德经》的作者，所以嘛是仰观天文。